你啊，好，感谢这个安珠老师哦，安珠老师咧吼，其实对台语文啦吼贡献真大啦吼，伊长期安尼拍拼吼，其实啦吼，就是有真侪代志拢有足大诶贡献安尼吼。这个好，安尼咱就今仔日来开始真感，所以无啦，伫开始之前啦，咱真正爱感谢迄个安珠老师啦吼，嘛爱感谢即个主办单位，咱的关怀基金会吼，咱的即个周馆长啦，其实一直是咱台语文的大挑哦。咱大家知影讲吼，其实大家真侪人啊，伫即个过程当中，头拄安珠老师讲的国家语言发展法啦，总共大家拢真拍拼，但是吼，若无迄个。两个人啦，我感觉有两个人啊吼，伫即内底上关键，一个是迄个周清玉周馆长啦，吼，周前馆长嘛是咱即马关怀基金会的即个董事长嘛吼，迄个周馆长啊吼是大条啦，若无伊的影响力啦吼，其实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啦吼，就是毋知当时才会过安尼，可能还咧默默受。另外一个吼是已经过身的迄个郑正玉老师啦，哦，就是迄个台湾南社过去的社长郑正玉社长安尼，哦，大家若有看过我 FB 的，就知影我 FB 到即马迄个。面顶放的也是我甲郑老师、郑社长的做伙翕的相安尼吼，因为迄当阵啦吼，伫国家语言发展法的提出，也是讲要甲国中、甲本土语言放伫国中、高中的必修即个想法啦吼，甲一开始的拍拼啥，我感觉周馆长甲郑社长啊吼，拢是足重要的贡献者安尼，所以其实咱爱甲因。感谢啦！这个台语路啊，吼，其实咱行到今仔日，实在是真无简单啦，吼这大家做伙拍拼的，这有的是成败啦，有的是优质，就是讲吼，即摆要做伙咧拍拼的，就是优质嘛，吼，已经过往的，吼，就是讲年岁较大，迄就是成败嘛，吼，其实足侪人安尼做伙拍拼，实在，互我伫即个过程当中啊，吼，直直拢感觉哦，有够感动的安尼，有够感动的，所以咧吼，咱今仔日等一下吼，好，所以今仔日啊吼，伫开始的时一定要来感谢这个成败甲这个迄个优质啦，吼优质。好，我PPT 啊吼，头拄仔等一下，我来开我的 PPT 啦，吼，咱就慢慢来进入今仔日的演讲安尼，吼。好 ，OK， 有啊。好，安尼大家听有声看有影啦吼。好，外面礼拜。好哦，真好，真感谢哦。安尼啦吼，咱今仔要讲的啊吼，就是即个对台语听有无啦吼，来看台语进入现代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安尼啦。好，就是讲啊吼，咱大家咯吼，拢有真关心台语的未来啦。若无啊吼，袂伫即马休热吼，平常一个早起吼10点入来即个关怀电台来看即个来听，做伙来讨论即个议题嘛吼。所以我想吼，大家在座各位啊吼，拢是对本土语言啦足关心的啦吼，尤其是台语啦，即台语的未来安怎行吼，拢是大家要义的代志吼。大家啊吼，对安怎互台语爱安怎复振起来吼，其实拢有真侪想法啦，吼，拢有真侪想法。大家有大家的想法嘛吼，但是我感觉就我个人啦，我个人来感觉吼，第一步就先知影讲大方向伫倒位啦，咱有一个共同的大方向吼大家做伙来用家己的方法、家己的位置来拍拼，安尼吼，即个大家就会向前一直行去嘛吼。若有诶吼，行即边，有诶行迄边，是倒边诶，安尼就会力就会去分去嘛吼，分去啊吼，等到就影响咱未来发展。所以吼，咱真重要就是咱爱知影讲啊吼，咱过去啊，台语文运动会过去，即马因为未来安怎咱毋知影嘛，咱拢讲定来讲啊吼，明仔载先来，还是意外先来啊吼，咱是毋知影诶。所以咧吼，但是咱会当知影过去是安怎嘛，咱会当知影即马是安怎嘛吼。所以过去诶位置即马诶位置就是。咱知影台语文是安怎行过来，以后咱甲迄个路线图啦画出来。若知影迄路线图画出来以后，咱就小可会当知影讲，喂，安尼未来啊吼，会向倒位去安尼咱就对即个规个即个本土语言的未来有一个概念，有一个大概念以后，咱就会知影讲啊吼，咱即马咧做的每一个部分，拢是要达成即个目标，咱就是要向即个方向
行去哦，亲像讲啊吼，咱要东南北西安尼哦，咱有一个方向向即个所在行去啊，咱得行甲真知，咱得知影讲 OK 是安怎，咱即马要做即件代志哦，就是讲吼，这是我较介意的做法啦，因为啊吼，本土语言啊吼，即马已经甲英国无共啊，哦，迄个啥好，所以吼，咱必须要有规划性的进展啦。英国是资源较少，资源较少是有资源较少的做法，啊，即马资源较济啊，就是有资源较济，就是要好好来规划啦，吼，好好来规划安尼。好，来啊，所以吼，咱头拄讲到郑正玉社长啦，哦，郑正玉社长啊吼，伊捌甲我讲过一句话，我印象真深。迄当阵啊吼，我大概开始咧做。我打入来台语教，吼，打教册无几档，吼，啊，迄当阵啊吼，郑正玉社长招我做伙来做台语文运动，吼，我讲啊吼，好，咱做伙来做即个台语文运动嘛，吼，啊，伊甲我讲一句话啦，吼，因为阮咧讨论讲要为倒开始做啦，伊甲我讲一句话，我较进了印象足深诶，伊甲我讲啊吼，媒体甲教育啦，是影响国民诶思维方式上重要诶两支骹啦，是安怎呢？伊讲啊吼。媒体啊吼，就是一日到暗，一天24点钟啊，一直咧放送啦，甲你洗脑吼，就是互你无一定洗脑，无一定是歹代志啦。当然，即摆大家甲洗脑用做是歹代志，就是讲洗脑意思就是讲啊，一日到24点钟放送，所以你一定会加减受到媒体的影响。像讲啊，媒体一日到晚甲你讲死偌济人，疫情打开始的时候啊，大家就足惊的社会就开始惊吓哇，因为啥呢？因为你拍开电视就看到这个情形嘛。所以媒体啦，啊，第二支骹是教育啦，吼，教育就是讲啊吼，伫你还未有价值判断的时，就是你还毋知影啥物是好，啥物是歹的时，因为囡仔啥物拢毋知影嘛，你得甲伊教育，讲这是好的，这是无好的，啊，这是高级的，这是无高级的，这是较 low 的啦，吼，较 low 的安尼吼，所以咧吼，安尼囡仔就会自然啦，会影响囡仔的即种想法安尼啦，吼，即种想法呢，所以你看吼，咱即代人就是40岁以上的吼，到40岁以下的思想就无共啊，因为读的课本无共款，读的课本无共款，读的课本无共款以后，大家思想就无共啊，所以吼，即两支骹啦，就是教育甲媒体是影响一个国家的国民思维真重要的两支骹哦，而且吼，教育影响的是一代人。就是你伫即代人养成的时阵啊，伊的价值观形成的迄个时间啊，吼，你着去甲影响，啊影响落以后，伊一世人拢是安尼，吼，这是真恐怖的代志。啊，媒体嘛是共款，啊，媒体安尼一世落是全国拢随受着影响，一个真紧，一个影响真久长。好，所以吼，我甲真啦，吼，一直拢了解郑正玉社长即句话啦，吼，拢记咧。吼，而且吼，我伫罗西亚的时，我有读过后现代主义嘛，吼，文学的后现代主义，这后现代主义，吼，就是咧讲即个独裁政府啦，安怎控制人民啊咧，吼，其中嘛有讲到即个教育媒体，好，所以咧吼，即几年啦，我真要义的部分就是教育甲媒体啦，咱台语运动若要成功啦，教育甲媒体即两支骹，嘛是绝对是一定爱落去的两个部分啦。那这两个部分无法度落去啊吼，咱的台语文学阵啊吼，拢袂大尾啦，拢袂成功，拢袂正经成功啦。可能会当得到暂时初步淡薄仔的成果，但是干那伫教育甲媒体徛稳骹步啦，就是讲啊吼，咱一定爱伫教育甲媒体这两个所在，甲地盘站起来，骹步徛稳，安尼啊吼，才有法度互台语文啊正经复兴起来，吼，正经复兴起来，吼，好。所以咧吼，咱来看国际嘛是安尼讲的哦，吼，国际嘛是安尼讲的。咱看联合国啊，联合国啊吼，伊有伊有一个语言活力指标啦，吼，联合国有一个语言活力指标，啊，这个语言活力指标就是歹势，吼，定来试着，就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啦，吼。伊定出来，就是讲一个语言呐，要安怎判断讲这个语言有活还是袂活啦？吼，有会活还是袂活？吼，伊有9项的指标。第一个指标叫做语言的世代传承啦，吼，语言的世代传承。世代传承就是讲啊，吼，这个语言到底有传落无？还是阿公阿嬷咧讲？所以伊就讲吼，这个语言是敢若阿公阿嬷咧讲，还是敢若爸母咧讲，还是啊吼囡仔嘛有咧讲，对无？你看吼，那一个囡仔会晓讲。一个囡仔会晓讲台语文加活80年，台语文加活80年，有吼拢袂死。啊，若一个老伙仔会讲，
哦，伊可能台语文搁活20-30年，哦，哇，差足济对无？差足，所以世代传承。第二就是使用的人口数到底有偌济？那准讲啊吼，世代有传落，但是伊迄个族群使用的人口就足少的啊，所以嘛是传袂落嘛，吼嘛传袂落安尼吼。啊，这毋是咱今仔的话题，咱就简单跳过。这其实后壁拢有一套理论，咱甲看过就好。第三，或者咱社群人口内底讲母语的比例，哦，讲母语的比例是讲啊，台语人内底到底讲台语的比例有偌济？啊是咱台语人啊吼，拢无咧讲台语啊，哦有啊吼，这是这个比例。第四就是讲吼，语言使用的场合甲功能，这真重要，吼，这真重要。到底语言使用伫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吼，啊，第五就是敢有用伫新的所在甲媒体。第五甲第四其实是延续的，有啊吼，恁有注意到无吼？就是前三个是咧讲语言的人口，吼，语言的比例。第四、第五、第四、第五就是咧一共款共一个物件啦。伊意思就是讲吼，语言使用的迄个所在啊吼，敢有用伫新的所在甲媒体顶面，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嘛知影媒体对语言复振有偌尔啊重要。有啊吼，第四、第五就是咧讲这啦吼。第六就是咧讲教育，语文教育甲学习读写的材料到底有偌济？哦，对吧？你咧讲到教育啊，语文有正式进入教育体制无啊？哦，也是讲吼，大家拢讲啊吼，啊，迄台语伫厝里讲就好啊吼，毋免伫学校教，浪费大家的时间。那安尼讲，就是联合国就安怎讲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讲吼，安尼语言袂活啦，哦，就是讲迄个什么语言伫厝里讲就好，毋免伫学校教，拢是会造成语言死亡的，拢是迄种要互迄个语言死的啦，吼。当然伊无一定有即种想法，但是结果就是安尼，因为语文有伫学校教无，甲伊学读写的材料有够无？有够济无？真重要，吼，真重要。好，啊，第七啊，吼，就是政府对语言的态度甲政策，政府到底有支持无？对无？吼，这嘛是咱即几年切入的点啦，吼，切入的点。其实啊，吼，我感觉真重要的物件，吼，真重要的物件就七八啦，吼，八嘛最重要。社群成员对家己母语的态度啦，吼，社群成员就是讲，咱家己台语人到底对台语的想法是安怎，印象是安怎，观点是安怎，吼。啊，第九是典藏啦，吼，典藏安尼，吼，所以。咱的这个语文，咱的语言复振啊，是根据什么物件落去做的呢？是根据联合国的外来指标哦，咱就是国际啦。咱毋是干那讲啊，咱家己想要做啥，啊就做啥，扣掉迄个哪顿拢是菜嘛，哇啊，咱有啥物物件就做啥物件 ？No， 毋是安尼。咱的语言复振啊吼，是甲国际的语言复振诶，这个运动是同时进行的，是咱有参考到这种国际化的物件，吼，国际的物件来去做咱的内底。好啊，所以吼，咱即几年啊，咱要做台语运动，要安怎做？要安怎互较侪人会当来，就是讲要安怎互即个语言复振会当成功啊？咱即几年对第七切入，政府对语言的态度甲政策切入，啊要进入4、5啦。吼，啊咱来讲啊吼，迄个台语听有无啦？吼，好，啊咱等下再来讲台语听无，就是嘛是即个大方向的其中一个啦。哦，是安怎啦？因为吼过去啦，好诶，过去咱若做台语运动较久啊，是插台语较久诶，咱会听到讲啊吼，即个过去啊，哦，咱拢烦恼讲吼，台语会死去啦。咱听到诶，就是讲吼，啊，台语搁20年要死啊，台语搁30年要死啊，哦，就是讲吼，台语传袂落啊，台语有传承危机啥，咱过去啦，过去一直咧话讲啊吼，即个台语文有真大诶危机啦，哦，因为啊吼安怎，过去咱一直咧烦恼讲台语会死去无啊吼，但是即马咧。即马局势无共啊！即马咱第一，咱有法律的保障啦。过去无法律，过去无法律嘛，吼。因为像我吼，差不多10年前啦，2013年的时，我最近咧找到，前一阵仔找到2013年的资料啦。吼，迄当阵啊，吼，教育部政府对台语文的预算，一年2000多万。一年2000多万呢？你想看觅，大家若有伫学校服务的，比一间学校啊，一年的预算还较少。这就是政府一年规年通天要做本土语言、做台语的预算，做台语人是本土语言，是干那台语。做台语的预算，一年迄当阵2013年的时代，才2000多万尔，2000多万是安怎？啊，迄当阵啊吼，迄当阵台语文上悬的指导单位啦，吼，就是国家对台语文啊吼上悬的迄个单位。是啥呢？
人客家迄当阵啊吼，就是行政院下面的客委会，原住民是行政院下面的原民会，但是台语迄当阵啊吼，上悬的伫中央政府的单位是行政院下面的教育部，下面的中心教育司，下面的第4科，下面的2个科员。佫是约骗过的，毋是正式的约骗过。你就知影差偌济啦？咱是行政院下面的客委会，行政院下面的原民会啊。华语文咧，华语文迄当阵啊吼，是规个国家拢咧推啥，对嘛？英语文嘛是。啊，台语咧，就是行政院下面的教育部，下面的中心教育司，下面的第4科，下面的2个科员，佫是约骗过的。你就知影偌惨啦！啊，是安怎咧？因为公务机关啊吼，爱照法律来行事，咱也无法律啦。客家有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有原住民基本法，台语就无法咧，对吧？吼，所以无法律，迄当阵是无法律、无经费，嘛无人员，那无相关的单位嘛，啥物拢无啦，吼，啥个拢无。所以迄当阵2013年，迄当阵无怪大家会讲啊，吼，台语要死啊，吼，啊，你就看到迄人口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使用的人口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但是即马咧，即马局势无共啊，即马局势无共啊。哦，经过咱啊吼，大家啦，经过真济成败啊吼，啊个优质啊，大家即几年的拍拼，即10年的拍拼，拼10年咧，吼，拼10年。最后即波啦，其实进前就拼几6波啊，最后即波拼10年，2013年到即马，哦，拄好10年。哦，就是咱已经安怎？第一有法律的保障，咱有国家语言发展法来正做咱台语的即个保障。当然，伊保障毋是干那台语，包括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妈祖语、台湾手语，拢伫保障的范围内底。来，第二咧，学校有咧教无？有啊，今年开始，国中甲高中嘛要必修啊，对吧？所以伫国小以后啊，吼，以后咱就伫国小到高中拢有本土语言的课啊，甚至是幼稚园，就院长即几年一直咧推动即个沉浸式的教学，吼，沉浸式教学啦，幼稚园的，所以幼稚园嘛愈来愈侪啦，吼，愈来愈侪班咧去加入即个沉浸式教育、台语文教育，所以幼稚园有鼓励，国小到国中是必修，吼，有学校，啊有经费咱等来讲，行政院已经核准啊，即摆已经预算编落啊，未来5年，毋是过去哦，是明年开始，5年要编300亿来复振国家语言。哦，可真讲，你看5年300亿，1年60亿呢？1年60亿，对照我头头讲的2013年，1年2000多万，1年2000多万，甲1年60亿，差偌济？恁想看卖？吼，即几年咱的环境完全无共。过来，第4有媒体啦，吼，咱讲啊教育媒体嘛，有媒体咱有啥？咱有公视台语台。哦，啊，过来吼，毋但干那台语台尔，吼，客家嘛有客家台，问题是咱有足侪台。拢有咧做台语新闻呢？你看，你甲想看觅台语台公司的主频、华视、民视、镜电视，哦啊，足侪台啦，5、6台拢有逐工固定时段的台语新闻。佮有啥物物件？台语节目更较侪，吼，更较侪。逐台你看迄台视的你看迄个台语的电影，即几年啊，吼，得奖的足侪啦，得奖电影连续剧足侪啦，吼，包括遐个老生的啦，吼，廖俊啦，吼，梁小华啦，吼，梁小华过身啦，吼，先摆，因拢讲啊，吼，以前啊，吼，因拢无头路啊，伊一阵真长一段时间无头路，啊，即几年啊，吼，因为台语剧啊，吼，无发展嘛，啊，无发展，因就要去演华语戏啦。啊，迄足可怜啊！讲台语讲世人爱去演华语戏啊，吼，一定袂解，就是无遐尔耍喙耍手嘛，对吧？吼，所以吼无法顺，所以但即几年啊，吼，开始台语剧啊，吼，台语电视剧、台语的电影佫开始起来啊，所以伊就会个，就是讲即个老生的啦，就佫有。用伊上专长的台语演上伊上专长的台语戏的机会啊！哦，所以有足侪厉害的戏佫出来。所以你看，咱有媒体啊，啊嘛有相关单位啊。教育部内底咧吼，这个相关单位教育部内底有一个本土语文推动会哦，这个。就是讲啊吼，这个推动会是部长亲身主持的。部长亲身主持就表示讲啊，教育部内底啊吼，真侪会哦，由部长亲身主持的会啊吼，无几个哦吼，表示教育部非常要意本土语言会复振啦吼。所以啊吼，教育部真复振，所以
部长亲主持啦。啊，潘部长啊吼足厉害，伊就是现场啊开会有啥物决议，伊就现场会随指定讲啊，倒一个单位你著去执行啥，后一道开会爱报告。哦，所以执行成果啦爱报告。所以吼，即个本土语言的物件吼，就是随会当得到执行，毋是干那开会开了就准拄煞吼，毋是哦，毋是。所以教育部已经有一个本土语文推动会，啊，佫有一个本土语文的办公室，吼办公室。哦，啊文化部咧。文化部啊吼，因家己讲啦，吼，迄个部长定来讲吼，因是台语甲马祖语、手语的专职机关，是安怎呢吼？因为当然伊是国家语言的专职机关啦，但是客语佫有客委会，原住民佫有原民会，所以文化部因讲啊吼，因即个无会通资源呢，因会用佫较侪气力，佫较用心落去推广即个语言安尼，吼，即个语言，吼好，咱去来咧，政府支持嘛，吼，咱头头讲吼。行政院的文化汇报，行政院的文化汇报啊，吼，是由文化部主要报告、主要讲吼，但是是行政院长主持的。这有什么意义呢？这表示规个国家行政院长呢，伊才叫会行其他的机关啊。无呐，教育部要叫内政部创啥？内政部敢一定袂？啊，无一定嘛，咱病大嘛，吼，咱病大，你甲我无关系啊，你叫我哪会听，对吧？吼。教育部长甲内政部长，你嘛吼病大嘛，吼病大嘛，啊无一定叫会行嘛。但是若是行政院长做主席就无共啊哦。好，所以行政院内底有一个文化汇报，就是行政院长做主席落去协调各部会。啊，这内底啊吼，这几期拢咧讨论本土语言复振，本土语言复振嘛。哦，所以呢吼，有足侪表示讲规个行政院的规个国家吼，对本土语言即马是足支持、足要义的。哦，所以呢，吼，既然呐有法律、有教育、有法律、有教育、有媒体、有经费、有行政单位、有国家力量的支持，看起来啦，台语要死啊，吼，无遐简单啦，吼，无遐简单啦。啊，话就是讲吼，咱即马，所以咱即马听到迄种话讲什么啊，台语要死啊，吼，什么个20年、个30年，就无人讲台语啥，迄个声量愈来愈小啊，声音愈来愈少，是安怎？是安怎？毋是大家发甲忝啊，毋是大家无气力啦，是因为局势伫大家共同拍拼的结果，已经产生改变，啊。所以呢吼，台语永过咱是烦恼台语的死。但是即马经过即几年的拍拼，台语已经袂无啥物会随死啦吼，啥物20年、30年、40年、50年要死啊，无遐简单死啦，已经活落啊，好，过来呢，活落了后要安怎？活落了，咱活落了后，咱在后一步就想讲吼，要安怎才会当活了更较好嘛，对无？就是讲咱的台语啊吼。即马活落啊，要安怎才会当活更较好？所以台语爱变做啥物物件？咱的目标，咱后一阶段的目标啦。第一阶段目标是要互台语活落，活落就需要啥？需要有法律、有机关、有经费、有媒体、有教育，有无？啊，这5项即马拢有啊，吼，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迄个大方向，咱即马拢有啊嘛，拢要做啊。后一步好。活落以后爱活了较好，啊，要安怎活了较好？就是爱对啥了啊有传承危机的语言，豆豆啊进步做和华语、英语共款，是台湾社会的主流语言的其中一个。啊，各位啊，咱毋是要甲台语取代其他语言，变成台语霸权，绝对毋是安尼，啦，吼，咱毋是安尼想的，咱想的是讲 ，OK， 台湾是一个岛屿的世界嘛。哦，啊，即摆吼华语甲英语资源上济上强势，啊，咱台语是了啊有传承危机嘛，但是无遐大啦，相对客语、原住民语即摆已经无遐大，所以咱即摆先甲伊扭起来，变做第3个主流语言，社会上的华语、英语以外第3个主流语言，第3个主流语言以后，咱再来牵客语、牵原住民语、牵马祖语、牵手语起来，咱大家做伙甲台湾变做一个多语言互相扶持互相愈来愈强的社会，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咱即马就是要做主流啊！咱莫个认为讲咱是弱势，no！ 咱即马讲，咱的目标是变做主流，咱要踏入主流，台语文要变做主流。所以吼，咱即马吼啊，要安怎才会当变成社会的主流咧？要安怎才会当？就是讲，咱看吼，迄个
陈前总统啦，陈前总统，伊咧选台北市长的时，因为像民进党早前咧选举，拢是用 B 前做诉求，对吧 ？B 前啦，但是伊做台北市长，画一个口号，什么口号？快乐、希望、陈水扁，有无？快乐、希望、陈水扁，甲 B 前的路线要转做啥？快乐、希望的路线，就是宣誓讲啥？即马咱要变做主流，咱台语文嘛是共款啊。未来就是过去咱是 B 前，B 前。但是未来咧，咱要快乐、希望、台语文，咱要进入社会的主流。OK， 进入社会主流，要安怎达到这个目的啦？要安怎达到这个目的啦？行政院的规划是，行政院最近有发布一个推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这大家伫网络拢查会到，这无啥物秘密的就是行政院要做的5年300个要开伫倒位？要开伫倒位？来，你看一个头前2句啦，就是这个大方向，就是行政院这个5年300亿的大方向。上面顶2句，上面顶2句就是什么物件？最后3字就好。你看最后3字，现代化甲生活化啦。现代化甲生活化，这2项就是行政院未来要做，要甲本土语言，要甲国家语言变做是社会主流，变做是社会主流的2个上大的关键啦。一个是叫做现代化，一个叫做生活化，所以咱的课纲、咱的政策拢是照这个方向来捋的哦。咱就是要过去啦咱拢甲台语文连接去100年前的台湾，古早的台湾，拢甲这个古早的物件，甲古早的文化，当作是这个台语文主要的教的方向。但是咧这个物件有重要无？有重要。但是无法度互，干那连接过去的台湾，无法度互台语文变做社会的主流语言。因为大多数的民众，伊对这个物件无遐尔有感觉，伊感觉讲这个语言若要有路用啦，爱互伊适应未来的生活，即摆的生活，未来的生活。所以呢所以若要进入社会主流，咱一定要争取大多数的人，社会大多数的人的这个支持，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咱一定爱互台语文，大家听到台语文，袂感觉讲这台语文就是阿公阿嬷的语言，敢若甲阿公阿嬷会用，是讲这就是讲过去的台湾，100年前的台湾才会当用啦No， 毋是安尼，咱一定爱互台语文会当互大家听到，感觉讲，哎哟，台语文用伫现代社会，甚至是未来社会嘛，真好用。安尼，这个语言才有可能进入社会的中心、核心的所在。所以呢，咱上重要就是第一个就是现代化，这个红字的最后3字咯。头前拢是迄个形容词要安怎做，毋是形容词，就是讲要安怎做。但是最后3字是重点，现代化生活化。生活化就是咧什么物件咧？生活化就是爱互大家感觉会当用伫现代生活，而且随时想要用，随时的拢会当用。毋是讲干那我拜拜时啦，毋是讲干那我伫迄个特殊的场合才会用 ，no， 随时会当用。随时会当用啦，所以咱会当看到讲教育方面啦，有真侪政策文化方面有真侪政策本土语言，拢是这啦，好，这大家去看就好，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今日就无要一条一条讲啦，就是未来这5年国家要推动的重点方向啦，包括医疗保存、书写系统、语言认证等等。来，我甲大家点一个物件啦，互大家参考。第2点书写系统的第2条本土语言输入法啦，本土语言输入法这个后壁，大家咱看到各部会分工推动什么物件？我要点的是语言名称，这是行政院正式的公告语言名称叫做台湾台语、台湾客语、台湾原住民族语。你有看到无？你有看到无？表示讲咱以前拢咧争迄个语言名称啦，什么台语、闽南语、河洛语啦，大家争袂煞啦。即马行政院已经有决定啊，所以行政院伊的迄个伊正式公布的物件，就是台湾台语、台湾客语、台湾原住民族语。头我甲各位讲啦，屏东屏东县就是潘县长因潘平安县长，因迄个9月20要有一个因自编的。自编教材，屏东县在地自编教材的发表会、记者会，因迄套教材名就是要叫做台湾台语补充教材。所以慢慢啦，行政院是用慢慢管市嘛会
对起啊，所以咱的名称慢慢啊会统一安尼吼，即摆有3、4种称呼嘛，未来就叫台湾台语安尼。啊，现在要加台湾，因为大家拢台湾人嘛，客家人嘛是台湾人，原住民嘛台湾人嘛吼，所以咱就变台湾台语、台湾客语、台湾原住民族语、台湾手语，大家拢台湾人嘛，大家拢是台湾的语言啊，大家拢是台湾语，大家拢是台湾的语言，无啥物好争嘛。台湾大家爱嘛，毋是讲倒一个族群特别的，所以呢吼。但是啊，咱要叫台语啊，咱的名本底就叫台语啊嘛，好，所以大家拢加台湾就无即个问题。但是咱也是叫台语，台湾台语、感情台语，对吧？吼，4字伤长，台湾台语伤长，咱感情台语，吼，就安尼嘛，就安尼好。来啊，即个有关行政院5年300亿的部分啊，吼，毋是咱今仔日的重点啦，吼，毋是咱这是动态的部分，吼，伊有个啥物？推广活动、优先环境语言教学补助资源，所以内底会有足侪资源啦，吼，足侪资源，包括影视的部分。你看，影视的部分呢，加强补助制作流行综艺、影集、歌唱、儿少等优质台语节目，吼，有无吼？啊，甲民间合作发展影视音的内容，表示讲本土语言伫媒体方面。未来一定是文化部的重点工作之一，咯，吼。所以这就是影视的部分，啦，吼。好，啊，所以呢，吼，所以伫这个想法内底啦，吼，伫这个大方向啦，吼，咱若大方向共款，咱头仔讲大方向共款的情形之下，咱就会当大家去想讲，哎呀。大家咱去 Google 嘛，头拄安珠老师嘛有铺伫，迄个老话内底嘛，吼，大家咱去看去连接。即内底你有材料做啥？你想要做啥？大家来找嘛，吼，大家想要做嘛。啊，你有好的计划送出来。我想啦，5年300亿的经费袂少，迄个政府应该是会真欢喜，讲看到一寡好的计划，啊，提供一寡相关的资源安尼，吼。所以呢，吼，伫即内底就是安尼嘛，啊。说落来，台语听有无啦？吼，当然，这个物件甲5年300亿无关系啦，因为台语听有无，其实已经真久啊。早伫迄个5年300亿还未开始规划进前，就台语听有无啊？吼，所以但是吼，我意思就是讲，这台语听有无这个节目啦，就是我对台语现代化伫媒体部分啦，吼，一个试验啦，安尼，吼，这是安怎讲咧？吼，安怎讲咧？吼，来。这个一开始啦，吼，一开始的想法是安尼啦，吼，一开始阮就感觉讲啊，吼，就是台语文啊现代化，因为阮做学术的嘛，所以一定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语言学习的物件，什么濒危语言地图有无吼，啊什么啊，甲一寡国际的定义学术的物件，这对阮来讲拢是基本的物件啦。要做台语运动一定是爱知影的物件，对阮学者来讲，因为阮是对学术的角度切入，所以哦，现代化一开始就感觉最重要。OK， 但是要安怎现代化？啦？吼，这是第一个问题。台语现代化足简单的啦，啊做要安怎做啦？吼，做要安怎做？咱定来讲啊，吼，啊卖互学生啊，吼，去麦当劳袂当点啦，吼，袂去菜市仔会当用台语，但是去麦当劳、肯德基袂当用台语。问题是麦当劳、肯德基台语你要安怎讲啦？吼，对无？吼，什么沙酱，你台语要安怎讲？吼，你台语要安怎讲？吼，什么霸王，什么墨西哥鸡肉卷，吼，你台语要安怎讲？啊大麦克，吼，啊台语要安怎讲？对无？吼，啊是讲，就是讲，即个物件讲真简单啦，讲就一支长，我俩讲一支长啦。问题是要安怎做？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讲啊吼，迄当阵台语台要设立的时，阮伫文化部咧讨论开会讨论的时啊吼，迄当阵还咧筹备台语台，还未正式成立时，我就捌甲迄当阵是雷军部长，我就捌甲雷军部长建议啦。我讲啊吼，台语啊，迄当阵台语已经做一段时间了嘛，所以已经有一寡累积啊。所以迄当阵我甲雷军部长讲啊吼，你看迄个台语的节目啦，目前啦吼。就是上千的当然是啥物8点档啦，吼，啥物，但迄互年岁较大的人看啦，吼，迄互40-50岁以上的人，40-50岁以上的人是主要的收视群啦，吼，主要就是年岁较大的人看的啦，吼，看的。有即种节目无？有，啊，过来咧，互迄个学龄前的啦，也未读小学的啦，吼，幼稚园的，吼，幼稚园以下的迄种的节目有无？有。
而且有啥物画本啊吼，对吧？咱拢想讲要做画本、做邮稿、做 UGM， 这部分有重要无？介重要。啊，有资源无？已经有一寡啊，虽然迄当阵啊吼，也无够，但是已经有啊。但是啥物部分拢无。台语伫啥物部分是空白咧？台语伫国小、国中、高中、大学这个阶段，这学就是讲伫学校，囡仔伫学校啦，养成伊的价值观。养成伊的生命观，养成伊安怎来看世界的方式。这个上重要的时间，台语文啊，完全零，完全零哦，完全零哦。所以吼，恁来看迄个语言调查的结果啊，吼，你会看到一个足趣味的现象。有一寡书，迄当阵也无像即摆即种，到尾啊即种大规模的调查，迄当阵拢小规模。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囡仔的台语能力吼，细汉的时袂歹，一直进步袂歹，但是到小学的时，小学3年还是4年的时吼，达到即世人台语上好的时期啊，就是讲到小学3、4年哦，过来小学3、4年了后，中年级了后，就一直落去，到大学降到上低。啊，大学以后出社会以后，因为可能也有用到一寡台语，所以吼，伊就慢慢啊，起来啊，起来。可怜啊，咱的教育的阶段啦，吼，迄当阵大家拢讲哦，咱的教育变做是多杀无语的凶手。对吧？吼，所以咱嘛是用这个理由来甲迄当阵啦，来甲教育部争取讲，咱一定要进入国中、高中必修，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但是，若是安尼尔，若是教育尔，啊，教育即马改啊，即马国中、高中拢必修啊，对吧？吼，啊改啊，啊，但是咱讲两支卡是教育甲媒体，啊，媒体伫倒位？媒体咧，媒体若伫即个所在是无出现的，安尼教育的力量。有限啦，所以迄当阵我甲内政部长讲，因为安尼啦，咱爱开始来做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的学生爱看的节目，就是伫学校的学生啦，迄个阶段青少年啦、少年、青少年吼，即当阵出社会进前，伊会爱看的节目，啊，伊爱看啥物节目？咱的节目有迄种娱乐性、纯粹娱乐性的节目，就是迄种连续剧啦，吼啊，迄个一寡综艺节目啦，吼，大家拢最爱看嘛，对无？啊，有老人的迄个什物医疗保健的节目啦，吼，有嘛，拢有嘛，啊，有学龄前的漫画，拢有。但是学习阶段的囡仔，国中生、高中生，也是讲包括小学生，因想要看啥？敢讲到国中了咧看汪汪队？敢讲到国中要看迄个什物佩猪，吼，对无？是毋是安尼？囡仔总是爱大汉嘛，啊，大汉要互因看啥物？即当阵啊，科普节目就足重要，科学的节目啦，啊，互因看一寡知识性的节目，科学的节目，啊，知识性的节目，科学性的节目，啥物人看的上济？就是学习阶段的囡仔看上济嘛，对吧？因上爱看济嘛，因为因当咧建立因的世界观，因当对世界有兴趣，讲吼，哎哟，原来世界是遮宽、遮大、遮深色，吼，遮济我毋知影物件。所以，这个阶段囡仔对外界充满着好奇，因足好奇的啦。我爱外界好奇心，充满好奇心啦，足好奇的。你讲足好奇的，外口世界到底生做啥款？所以吼，但是咱有好的台语的科学节目无？迄当阵，第三就是台语的文化咧整理啦，吼，台语的文化要整理安尼吼，台语的文化爱整理啊。迄当阵台语有语法册无？有啦。罗光成老师有出一本啦，杨秀峰老师有出一本啦，较近代。啊，若啥物早前日本时代哈，迄古早的文献嘛，加减有啦。问题是啥物物件呢？问题是，迄拢是教科书模式的啦，啥物人会去看？除了台语系学生，代表研究台语的学者以外，啥物人去看迄个物件？无嘛吼。迄当阵我讲的是迄当阵，当然最近出一本迄个师大台语系刘成宪教授的什物解破台语哦吼，迄台语文化册啦吼。好啊，这是吼，这不管，但是迄当阵也无嘛，吼，而且文化册是文化册啦，文化的节目阁是文化的节目，吼，对吧？吼，啊，社会大众会当接受啥？所以我就想讲啊，台语爱现代化，台语爱有科学普及的节目，吼，科普的节目，台语爱有文化的节目，所以迄当阵啦，迄当阵寄电视来找我的时。
囝电视来找我合作啦，讲啊吼啊何教授啊，咱啦吼来做一个简单的节目啦，吼莫伤长，插伫台语新闻内底，吼囝电视啊吼，伊讲吼，因为因一工啊吼，拢有恁逐工拢有台语新闻嘛，伊想要伫台语新闻内底插一个单元，小单元，差不多5分钟，吼来讲即个台语啦，吼讲台语的节目，因为要插伫台语新闻，要做啥物物件来找我啦，讲会当甲因合作无？我想诶讲哦好啊，无来合作嘛，吼来合作啊，迄当阵我就是想要甲我诶理想、我诶想法甲做出来，就是其实即几年啦，比如讲即几年做诶代志，就是我咧拼诶代志，主要诶方向啦，拢是伫配合迄个大方向，就是讲啊吼。因为咱即摆资源较济，所以已经毋是讲啊吼，人讲要做啥，我就会讲好，咱来做啥。是我会感觉讲啊吼，咱即个大方向对台语文即个大方向啦有帮助的，一项一项来做。所以即个囝电视来找我时，伊嘛有甲我讲，我是即个钱无济啦吼，相对其他的电视台还是啥，还有资源来讲，因的经费足少的，真正是足少的。我讲不要紧，咱的理想只要会当成。咱就来做，主要就是讲，咱会当做想要做的代志，会当对咱的台语文的发展大方向有帮助。好，我来做一个示范性的节目，咱拢讲台语现代化，台语要有科普节目，台语要有文化，到底要安怎做？我来做一个来试看卖，来大家看卖。所以呢，第一啦，即个台语听有无内底？即个台语听有无内底呢？讲第一要有新词。爱有新词，就是爱讲现代化。咱啊当然上古早真古早迄个词，即摆无人用的，咱加减会讲，但是比例袂相关。上重要是啥物件？进入现代生活，进入现代生活，就是现代生活内底，咱要安尼现代生活用，无新词要安怎讲？像他带迄个速胎，对无咱的快筛嘛，快筛台语要安怎讲？核酸检验台语要安怎讲？啥物物件？迄当阵就是。因为当前嘛，大家有需要嘛，台语拢毋知要安怎讲嘛，无咱来做一集嘛，做一集，即摆大家拢很多，所以咱的台语嘛有新词啊，啥物线顶会议要安怎讲，相关的台语词要安怎讲啦，佫有迄个啥室内空气的品质，氧气、二氧化碳，台语要安怎讲，迄拢有做嘛，就是讲爱有新词嘛。第二就是讲爱配合，会当配合即摆国际化、科学化的时代啦，就是讲咱即摆已经是国际化。台语袂当干那讲台湾，那一个语言干那当讲伊家己本土的物件，伊无法度大尾啦，因为伊未来是要去国际使用的啦，国际使用的。所以我即几年啦，毋是今年的代志，因为即几年啦，嘛有去甲罗西亚迄边的学者演讲过，讲台湾文化，讲台湾文化。去美国的时啊，嘛有伫迄个，因为迄边大桥的邀请，嘛捌伫迄个圣地亚哥，就是加州南部迄个圣地亚哥，一间大学内底有甲因演讲过美国啦，演讲过一节课安尼，一节课，就是讲我发现讲，外国人其实对台语文化是会有兴趣的是真有兴趣的。因嘛想要了解即个物件毋是讲干那想要了解迄个，看到听到台湾就想到中国 ，no， 因即摆其实已经有概念嘛，所以因嘛想要了解台湾。好 ，OK， 所以另外一项方面来讲咱台语嘛爱国际化，对无？咱日本时代的人，就伫府城教会部内底，就是你若去看迄个文献叫做府城教会部，即摆改名叫教会公报。内面伫日本时代咱台湾人就透过台语去学德国啦、意大利啊相关的国际的知识啊。先即摆袂使，先即摆干来当讲台湾、讲古早，袂当讲国际。所以我讲第二个想法就是爱有国际化，爱有科学化。第三咧，除了台语点，爱有知识点，就是我即个节目啦，我即个节目台语听无即个节目的设定啊，毋是敢若台语尔啦，毋是敢若台语尔。我想讲袂使啦，敢若台语啊爱佫有知识，就是现代生活。因为咱要做科普节目，头拄咱讲的，咱要做的是一个科普节目。即个若要做即个科普节目，科学就最重要，知识性最重要。所以我的设定就是，毋若教台语，佫互你学知识。所以你看，头拄迄个素材嘛，咱会解说一寡道理伫面顶，一寡知识性的物件伫内底，互你毋若学着台语佫学着新的知识。对袂晓台语的人来讲，学台语，学台语；对台语真认同，甚至比我较敖讲的人来讲，伊会当学着知识啊，安尼是安怎歹咧？对台语无好，佫当咧学知识的人来讲。
迄个啥学台语佮学知识，看这个台语听有无，对吧？一兼二顾，望拿兼西靠。而且我相信啦，每一个人捌的物件拢无共款。我捌的甲你捌的甲伊捌的拢袂相像啦，所以我甲我捌的物件，甲写做台语听有无，甲讲出来，可能啊，准讲你若是真厉害来讲，我想大家拢真厉害，拢有家己的专长的领域。但是一定有一寡物件是你毋捌听过嘛，吼，就亲像讲真侪物件是我毋捌听过，吼，来共请教共款。的安尼啦，吼，就是咱学着一寡物件。好，再来第四点啦，吼，上重要。我感觉台语文的节目，除了台语，爱阁有趣味。这嘛是迄当阵，阮伫台语台还未成立的时，迄当阵就是阮伫文化部咧讨论台语台啦，吼，要按未来方向啥时，阮就讲着物件，就是讲吼，我讲吼。人来看电视，毋是要来受教育的，吼，受教育去学校就好啊。我问恁看电视主要的目的是啥？就是要趣味，要新鲜嘛。你上班规工用真忝嘛，啊，佮伫遐人甲你转来以后，佮看顺开电视，佮人熬念，你来看会落的，对无？所以呢，吼，阮迄当阵就有一个想法啦，吼，就讲啊，吼，哎呀。除了台语啦，爱个趣味，爱互人因为节目来想要学台语，毋是因为台语来看节目，因为台语来看节目，你永远就是对牧师传教啦。基督徒定讲诶，你毋通对牧师人传教啦，无效你加讲诶啦。因为吼，你若是干那台语无趣味啊吼，安尼你就会为着，互大家为着台语来啊，起面拢是啥？拢是台语人啦。伊本地就对台语足有热情的啊，伊本地就对台语足有热情。你搁甲讲台语，伊永远嘛是对牧师传教，永远咱的群众袂扩大，对无？袂扩大，咱台语记住，咱台语是要行入主流社会。咱若要行入主流社会啦，咱就爱吸引真济，愈来愈济社会大多数的本地毋是台语人的人。对台语有兴趣，安尼伊就会想要来嘛。安尼咱台语的基础才会扩大嘛。你永远拢咧对台语人讲台语，安尼吼，迄个群众袂扩大，永远袂进入社会主流。咱若要进入社会主流，咱就是爱吸引原本毋是台语人的人，拢来，因为新鲜，因为趣味，因为咱学着知识，拢来学嘛。所以我讲啊吼，除了台语爱有趣味，吼，再来吼，系统性整理相关的知识，爱有例句知影怎用。上尾一个就是爱有剧情啦，要安怎趣味，就是你爱故事爱有一寡内容嘛，吼，你毋是干那真硬讲啊，这个词就是安尼，干那单纯的台语词，单纯的台语词啊吼，台语人，你讲我要考认证考试，我要硬背，迄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一般人是看袂落嘛。但是有剧情就无共啊，大家感觉趣味新鲜哦，所以这个想法就是我咧规划，当初我咧规划台语听有无这个节目的时，我的想法，我甲囝电视讲好，你钱互我少袂要紧哦，但是你爱尊重我的这个想法，我来去做。啊，因真尊重啊，我感觉足好诶，就是讲因真尊重我诶想法，所以遐个人台语听无遐个拢我家己写嘛，要写啥物主题我家己写。啊，因去做后座，多片是因吹啦，所以我其实真感谢迄个后座团队，因为吼有人遮想东想西哇吼，华丽讲天马行空啦，吼想到这就做这，啊结果啊吼，遐后座人揣图揣甲戆面哩，因为因无一定知影是啥，像我最近啊吼，可能无定即2天会放送。哦，就是迄个咧讲，因为阮甲高级的汽车科咧合作嘛，所以就有一寡引擎挂内面的迄个物件。哦啊，迄水龟安怎？水龟，你若对汽车的结构无了解，你要哪知影什么做水龟？咱后座嘛是去甲吹出来啊吼。啊，你之前有一集啊，顶礼拜有放迄个高磅车，就是火车吼，要哪甲车厢甲车厢夹起来，啊，佮放开，偷开啦。恁敢知影？迄专有名词安怎讲？迄个火车迄集啦吼，迄几集，啊，迄专有名词嘛，足好找啊。因后座的团队嘛是去做出来啊。啊，有当时想到动物啦吼，就是讲吼，遐个海翁啦，各种无共款的海翁、海猪啊，啥物旋鼻海豚、飞平海豚啥，华语词我较无了解啦吼，我了解是台语啊，但是。就是讲，遐个海豚啦，吼，遐个海翁、海猪啊，
台语要安怎讲，想着迄个写迄，因来去找图出来，佫有啥物？你看迄华语讲螳螂虾，皮皮虾，迄台语要安怎讲？迄物件，所以后一个团队真感谢因啦，因真尊重阮的来做，所以大家合作真快乐安尼。所以来，就是遮经过遮以后，佫做啥物物件？佫做功课咧，因为台语台迄个制作人啊，台语台有一个制作人伊有一摆就甲我讲笑，伊讲哎呀何老师啊，你做即个节目啊要甲国情啊，烧饼烧饼，我讲无啦，无迄种代志国情啊，大家好朋友好朋友，哪有可能要甲伊抢生理？无可能啦，咱毋捌袂绝对袂安尼想啦，咱所以因为我有做过功课，咱要安怎有甲别人无共的？你安怎甲别人无共？电视像讲啥物电视广告定来讲啥物酸痛药啊，酸痛药无百种有啊，都是种较有效对无？其实啦台语节目嘛是安尼，即个台语才请呀着。你看台语有遮侪节目，逐工一句，逐工一字，解文算字，台语真练长，台语讲世事，讲台语当着时，遮尔啊侪台语的节目，大家拢会当看啊。咱即个节目，咱即个节目啊甲人有啥物无共咧？这就是我一开始咧设定的迄个主要的物件，所以我有先做功课。市场顶面、市面上类似的节目有啥物啦？有啥物？逐工一句3分钟，教新词、俗谚语为主。那用认真考试来讲，差不多 A1 到 B1 的程度适合看。第二咧，逐工一字，也是讲台语真趣味。这有两个节目，这是两个节目，这是两个无共款的节目啊！伊1分外钟尔，教汉字为主。是差不多 B1 到 C1 的程度。咱拢已经帮大家整理好啊。你若要去教学，也是要去认真考试，这张 PPT， 你就会当参考。你若要教国小的，较简单，你就去看什么节目，教较深的什么节目。解文说字，吴国正老师的解文说字啦，解文说字，伊足厉害，足趣味，我嘛定看吴国正。但台语台就是这个解文出来3分钟，甲俗谚语、甲典故为主，伊是较深的，伊针对的是 B2 到 C2，台语真练长，华视的，就是讲这内底有台语台，有台视，有华视，有公视台，有公共电视主频的，有民视的，像下面的什么台语讲世事、台济日常，讲台语当着时，迄拢是较长的节目，迄就是开讲，用台语开讲的节目。所以咱要做一个台语听有无？进前有做这个功课，我要安怎甲别人无共？我要安怎达到？我要安怎有无共款的特色？我的群众收视群到底主要伫倒位？无遐简单啦！要做一个节目无遐简单啦，因为因囝然是真信任我嘛，因对台语的生态嘛无熟嘛，对台语运动呢，佫较无可能了解。但是因真尊重我，所以我就用心甲因规划，就是安尼。所以这拢是进前做的。工课节目还未开始，就已经先规划啊！我想要杀啥物方向？台语文的未来啥物方向？对台语文运动有啥物贡献？过来甲别人有啥物无共？我的客群伫倒位？其实甲各位头讲，我一开始设定的客群，就是学校的老师甲学生啦。这个节目做出来，就是要互上主要。当初我的设定上主要的收视群，就是要互老师、国小、国中、高中的老师。伫学校内底会当放互学生看，也是用这来出作业，叫学生转去看，放学以后转去看。所以我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就是安尼，甲其他电视台拢无共款。其他电视台的迄个节目啊我想无一个是一开始就是针对老师来做的，但是我这个台语听无节目一开始就是针对老师来做的，这是后进点的功课啦。来。过来就放嘛过来就放过来就做啊嘛做了后啦做了后有真侪物件啦这已经用袂了啊亲像讲这内底咱有一寡国际的主题啦咱头头讲迄国际化嘛何教授啊，你讲国际化你定讲国际化国际到底国际化伫倒位啦国际化伫倒位啦其实咱会当来就是内底有这是歹势啦。因为这是进前经历的啦，这是进前经历的，所以毋知影讲
不啦，到尾啊的物件，即几工、即几礼拜实在太无用咧吼，所以无时间甲新的个 update 起哩，所以吼，即个版本已经过啊，因为咱逐工都有放送嘛，拜一到拜五都有放送新的，所以一直拢有新的入去。这个整理是前一阵仔，所以无全啦，无全。啊，有兴趣的朋友就是会当去看。啊，我只是小可互大家知影讲即个方向啦。内底阮咧规划是有规划国际主题，像进前啦。罗西亚甲乌克兰咧战争，即摆要咧战嘛吼，咱就有相关的主题哦，吼，啊，过来吼，就是啥物动物的叫声，动物的叫声嘛真趣味嘛，相信有听过我功课的，我拢有知影，我定来举即个例啦吼，就是美国猪安怎叫，美国的猪安怎叫，中国的猪安怎叫，台湾的猪安怎叫，哈哈啊！美国狗安怎叫？中国狗安怎叫？台湾狗安怎叫？你看美国的猪啦，美国猪啊，伊就是安尼叫啦，伊就是 oink oink 哇吼，美国的猪啊 oink oink 哦，因为英语内底猪啊叫的叫声就是安尼 oink oink 哦，啊俩中国猪安怎叫？吼吼，吼你若看迄个佩佩猪，你就会知影嘛吼，伊迄叫声拢是写吼吼有无？吼吼，啊台语猪安怎叫？台湾猪安怎叫？咕咕，有无？咕咕。就是讲吼，即种诶真趣味诶，即种叫声啦。啊，美国狗那叫 bark bark， 哦 bark bark， 哇吼，所以吼啊，中国狗那叫汪汪，啊，台湾狗那叫嚎嚎，哇吼嚎嚎，就是动物诶叫声，就是对迄个世界各国啊，无共语言啦，对即个无共语言，对共一种动物叫声诶无共诶。无共的写法来去看迄个语言的比较，因为我本身啊吼对即个语言比较就有趣味啊，就兴趣，就是讲美国像讲你看英语内底安怎，咱台语讲接一倍对吧？接一喙啊对吧？接一喙啊就是吸一喙啊，有人讲吸一喙，有人讲接一喙啊，哇，吸一个哇吼，啊，咱台语也讲吸嘛吼，就是细喙慢慢来啉。啊，英语安怎讲？英语嘛是 sip。SIP 呢？像我英语甲台语是共款的咧，共款的咧，对无吼？啊，就是透过即个物件的比较啦，包括迄个有一集叫啉的比较。美国人食汤，因的汤的动词是 to eat。美国人食汤啉茶，中国人啉汤啉茶，台湾人啉汤食茶。对共一种物件，三种语言啦，讲法拢无共哦，是安怎哦？就是咧比较济。啊，罗西亚佫较趣味。罗西亚迄集啊吼，我嘛真推荐大家去看，若毋捌看过。罗西亚集就是讲俄罗斯的台语要安怎讲啦，要安怎翻译？有两种翻译法嘛吼，一种叫做罗西亚，一种叫做俄罗啦。罗西亚就是啥物物件咧？罗西亚就是迄个啥，因原文啦，罗西亚语的原文叫拉西亚。我定定听到迄个啥，中文翻译俄罗斯啊吼，俄罗斯，其实螺丝就是安怎来，就是拉西亚。我是留学罗西亚，所以迄边的吼原文叫做拉西亚，因为国歌就是安尼唱的。Россия священная наша держава, Россия， 对不对 ？Россия， 迄个 Россия 就是因的原文的名称。啊 ，Россia 台语安怎翻？伫日本时代，咱拢甲翻做罗西亚。就是迄个啥，拉西亚的迄个啥音嘛，对无？甲拉西亚、罗西亚就成的嘛。罗西亚，所以后壁有草药丸啊，写啦，迄草药丸啊，对无？草药丸啊，上早的名叫做精罗丸。啥叫做精罗丸？迄个罗是啥物？就是罗西亚的罗。啥物是精罗丸呢？因为日俄战争嘛，过去有日俄战争，大家拢知影。日本去拍罗西亚，拍入去罗西亚的本土，因为日本赢嘛。结果啊遐兵啊拢落屎，因为食袂惯死迄个罗西亚的食物嘛，拢落屎，一直流。所以迄个时阵啊，日本的军医啊，因着去甲迄个草药丸摕来分互兵啊食，所以日本的兵啊食落以后，袂流啊呢，所以因就甲即种丸啊叫做精罗丸啦，就是要去征服罗西亚，要去拍罗西亚征罗啦。到尾啊日俄战争结束嘛，大家去讲迄个征罗啊欺负罗西亚人嘛袂使，所以就改做征罗丸，哇，正确的征。到尾啊就变草药丸啊，哇，因为草嘛所以但是迄个罗就安尼留伫咱的语言内底，就是拉西亚
罗西亚吼，迄是台湾上侪人用的翻译。啊，另外一种呢叫做啥？叫做俄罗斯啦，就是照俄罗斯的中文直接甲一字一字台语念出来，叫俄罗斯。但是恁想看卖，俄罗斯甲原文 Russia 英语 Russian 一长差9笑，对吧？外国人拢袂知影你咧讲啥，啊，罗西亚大家就会知影讲啥，对吧？吼，所以呢，吼，所以迄个就是俄罗斯啦，这个方法。俄罗斯阁伤长啦，喺中文照翻的啦，所以通常咱拢会台语，若照汉字念，咱会省略最后一字，咱会讲俄罗啦，吼，就是啊，你讲啥拢听无啦，讲啥俄罗啦，听拢无啊，讲啥俄罗，就是你咧讲罗西亚语哦，阮拢听无呢，哇，讲啥俄罗哇吼，迄俄罗啊吼，通常就是咧讲无好的意思，无好的意思。吼，俄罗啊，所以俄罗斯嘛有人翻啊，但是这两种都一种翻译较好。你看，咱讲到国际化，对台湾的历史牵到国际，讲到国际，有无吼？咱就是要除了连接过去以外，咱爱连接过去，但是咱嘛爱面向未来。这就是台语听有无真重要的观念。咱有方向以后，咱要做这个内容啊，就真简单，因为是安怎？会当照迄个方向，就拢照迄个方向落去啊嘛。罗西亚啊，乌克兰安怎讲？乌克兰安怎翻译？吼啊，过来韩国泡菜，大家要安怎翻？哦，大家来讲啊，就泡菜啊吼。但是泡菜当然真方便啦，大家拢知影你咧讲啥。问题是台语的泡甲华语的泡敢有共款？华语会当讲泡菜，对不对？哦，华语会当讲泡菜啊，但是恁想看觅，台语咧泡啥？台语会当泡啥？台语会当泡啥？紧嘞，咱的泡是泡啥？泡牛奶。有泡牛奶、泡茶、泡咖啡，对无？泡温泉。泡温毋是，咱是浸温泉，咱毋是泡温泉。浸洪水哇，他老辈拢讲浸洪水哇吼，啊，就浸温泉、浸洪。咱是迄个啥？所以泡是泡啥？泡牛奶、泡茶、泡咖啡，迄物件拢是啥？拢是啥？主要要啉迄个水有无？泡牛奶是要啉迄个牛奶，泡茶是要啉迄个茶，茶米外啊，茶米外无咧食茶米的啦。泡咖啡是咧啉迄个咖啡，迄个咖啡泡无要啉的啦，吼无要食的啦。所以你想看觅，泡台语的泡主要是要啉迄个水，啊，迄个物件吼是要互伊的味出来、走出来，有无吼？所以吼也是养伫内底，吼牛奶就是养伫内底，啊，茶米和咖啡就是要互迄个味出来，咱迄泡咱外。啊，若泡菜咧，你敢要啉迄个酱尔，无爱迄个菜？毋是嘛，你是要食迄个菜嘛？所以泡菜即个翻译真明显，甲台语的语法袂合嘛，对无？啊，要安怎翻？当然，咱会当讲生菜嘛，吼，对无？咱会当讲生菜嘛，吼，生菜无问题嘛，吼，生嘛，咱台语自底就有生菜嘛，拜拜嘛有生菜啊，对无？咱配糜。糜有人讲麦，有人讲梅，有人讲梅啊，讲凊彩。你讲薏菜，嘿，薏菜嘛，薏瓜啊，薏荇啊嘛，对无？吼，啊嘛有人吼，嘛有人讲荇薏荇差不多啦，意思差不多对。咱就会当讲安尼啦，但是问题是啥呢？就亲像讲啊吼，你甲炸鸡，有人讲甲炸鸡，迄另外一阵嘛有讲着炸鸡啦吼。你甲炸鸡当然你会当翻做鸡肉糋啦，你会当去找找台湾古早用法。但是啊吼，我伫节目内底，伫即2-3集，我拢有讲到一个想法啦，一个想法，我讲的无一定标准，因为新词趣味的所在，就是伊还未标准化，也无固定的讲法，大家拢会当有家己的想法。啊，我的想法是安尼，你若直接甲肯德基的炸鸡、麦当劳的炸鸡，你甲翻做鸡肉糋啦。人听到鸡肉糋，人的想法是啥物物件？人想到头壳内底走出来迄项物件，敢真正有影是麦当劳、肯德基的炸鸡？绝对台式菜，对嘛？所以你想看嘛？你若讲生菜，你若讲菜生啦，菜生菜吼菜脣，迄个想到你头壳内底想到的，绝对毋是迄种外来的物件，绝对是你去菜市啊买的古早味啦。你甲囡仔讲咱来食鸡肉糋，伊想到一定是阿嬷，你要去菜市啊买迄个鸡肉糋啊，还是你要去对嘛？是毋是安尼？所以伊。迄个生菜啦，敢若怪怪，还是鸡肉糋怪怪。但是当然有一个方法是，咱会当伫头前加上国家的名称。头拄有一个老师讲了无毋对，你若讲韩国菜线，
韩国菜是美国鸡肉糋。啊，当然是会使安尼翻啦，会使安尼翻啦。即个思维甲这思维会使。啊，但是另外一种翻译法，音译伫翻译内底嘛，真实行。尤其即摆国际化的社会，国际化社会，大家外语能力拢足好诶，大家啥物人无出过国，对吧？吼，所以有人出国3遍啦，去Okinawa去1遍，去那霸去1遍，去冲绳阁去1遍，出国3遍，结果。看到迄景致拢共款喎，然后等来讲，我出国3遍，全世界其他的所在，那谁做风景拢共款，对吧？因为去Okinawa、那霸、冲绳是共一个所在，不管这是讲笑啦吼，就是讲吼，外来语咱直接用音来翻，嘛是一部啊，kimchi 啦，吼，我要食 kimchi chicken 啦，吼。kimchi chicken 啦，吼 kimchi chicken 啦，我要食 kimchi 啦，韩国泡菜，那有啥物毋对？大家拢听有啦。你讲 kimchi， 人讲敢听无？你讲我要食 kimchi， 哦，人讲听无，一定听有啦，哦，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咧吼，迄个汉堡你嘛会当做甲翻做汉堡骨嘛，吼，汉麦嘎，吼，汉麦嘎嘛，吼，汉麦嘎用音来翻嘛，汉麦嘎，大家嘛是拢听有嘛，吼，拢听有嘛，所以。音译啦，吼，音译嘛是一部，所以迄个韩国泡菜迄集，就是咧讨论外来的语词、外来的新语词，各种翻译的优缺点，无答案哦。我跟你讲，即种新词的，伫我的台语听无内底，通常是袂有答案的。是安怎袂有答案？因为语言是活的，语言是活的。你讲你会当讲 kimchi 好啊啦，吼，我要食 kimchi， 吼，但是问题是呐，泡菜锅你嘛哪讲？你讲我要食 kimchi 粿，就念袂出来啦！迄发音实在是伤恶翻啊啦，对无？是毋是安尼？吼即当阵你用我要食泡菜锅，我要食泡菜蚵，无定较好发。就是讲你有无共的使用情形，你会当考虑无共款的翻译法。像你当时要讲螺丝啊，当时要讲俄罗斯，吼，拢共款嘛。你会当选择适合的所在嘛，吼，适合的所在去用适合的翻译法。有一集介趣味啦，是讲 iPhone 啦 ，iPhone 13的 slogan 是啥咧？伊的口号是啥 ？Oh so pro， 对吧 ？Oh so pro 3字尔，3字伫中国的中文翻译、香港的中文翻译、甲台湾的中文翻译，翻甲完全无共款哦。中国人讲的话、香港人讲的话、台湾人讲的话，编一句 slogan，iPhone 13 ，Oh so pro 翻译完全无共款。是安怎？因为语言毋是干那沟通的工具，语言背后是文化，文化无共，自然翻了无共。若台语要安怎翻，伫迄内底嘛有讨论哦，介深色啊。所以新词国际化的主题是咱台语听无最重要的部分。恁看嘛以后，会当甲一寡理路整理起来。恁家己去选择，互观众去选择伊家己上介意的方法，无做决定，但是。甲每一种的优点、缺点，照音翻、照艺术翻、照汉字翻，即几种有可能的翻译法，拢甲讲出来，互观众朋友去比较即个物件，迄就是新词的部分。好，后一个主题是啥物物件？科技工业的主题，因为现代社会啦，咱台语定来互讲啊吼，你台语啊吼，会当讲迄个啥，会当讲古早物件啦，做田啦，做食啦吼，顺产水啦吼，啥物掠鱼啦，但是袂当讲现代物件。我讲骗笑的，台语上哪袂当讲现代。日本时代迄当阵台湾当工业化，对无？所有上新的语词拢是用台语。当然，咱会当讲迄是日语、外来语，但是外来语已经变做是台语的一部分啦，咱台语的一部分啦，对无？去学的嘛，吼，万肉，对无？车就知影，万肉、烟忍、目地里、目裤物啊、苦相，倒一个毋是日语、外来语，就是台语嘛，吼，去用的嘛，吼。所以，人迄当阵日本时代会当用，咱即马当然嘛会当用。所以我做真侪科技的物件，像讲啊吼，乌克兰战争的时。还是前一阵啊，咱咧讲元宇宙，咧讲伊隆马斯克的时，低轨卫星变做足强的主题，对吧？低轨卫星，甚至未来啦，我甲恁讲，未来真有可能，若是发展了好，若是发展了好啦吼，真侪人咧讲啊吼，基地台会去互近地卫星取代，低轨卫星取代。安怎你知？因为迄个卫星足厉害，咱讲啊吼，自动驾驶，安怎？即两天还有新闻，我自动驾驶拢弄着车，定来弄着车，对吧？安怎你知？因为啊吼，咱迄个信号啦，即摆是用 GPS，
GPS 啊吼，伊位置较悬，离地球较远，所以你信号拍起嚟啊吼，去到 GPS 搁落来，伊个时间咧较久，啊时间较久啊吼，有当时啊差0.1秒就弄掉啊，你就弄掉，你自动驾驶就弄落啊嘛，就撞落啊嘛，是毋是安尼？所以吼，自动驾驶啥嘛，即摆要无安全。注意哦，自动驾驶即马无安全，是安怎？因为伊用的是 GPS 的卫星哦。GPS 的卫星，是安怎 ？GPS 的卫星较远啦，所以是安怎吼？伊隆马斯克就是美国的迄个美国上好嘅迄个特斯拉的创办人，伊要发展迄个近地卫星，就是低轨卫星啦，吼，就是因为啊吼，因为迄个伊要互伊较近咧，伊就是比 GPS 离地球较近，离地球较近以后，伊拍起嚟个落来的距离会较短，所以咧吼，伊就会当自动驾驶就会安全，就会负，就会比你人的反应速度更较紧，比你人开较安全。啊，第二咧，基地台，啥怎荒郊野外收无基地台？因为荒郊野外吼，伊是基地台有一定的悬度嘛，啊，信号拍出去去互山啦，去互迄个厝啦，悬的厝，当炸掉咧，啊炸掉咧以后吼，你信号传袂过，就收无信号。但是若是卫星咧，卫星搁较哪近地球，嘛是有一定的距离嘛，所以伊就袂去互炸掉咧啊，袂去互炸掉，所以伊拍起嚟，不管啥物所在，荒郊野外、海林，全部拢收会着。你看，遮趣味的物件，但是台语会当讲无？台语要安怎讲？啊，我即摆已经讲一段互大家听，对吧？吼，所以迄个台语听有无啦？近地卫星内底，就有讲到即个主题，科技的物件啦，安怎讲？所以你看我讲啥？有近地卫星的主题，有 iPhone， 头拄我讲的迄个 12 Pro 要安怎用的主题，有啥物物件？有虚拟货币，就是有啥物比特币呀，对吧？比特币、以太币、虚拟货币、区块链，遐物件要安怎讲？再来，元宇宙台语要安怎翻？元宇宙要安怎翻？啊，再来远距离教学线顶会议，行动支付、电子支付，台语要安怎讲？发电台语要安怎讲？工程车、汽油、汽柴油、火车，现代生活用得到的物件，拢有，就是渐渐、一步一步，拢要甲导出来就对啦，吼，拢要甲导出来，所以，互咱会当用台语去讲现代科技的物件。啊，再来啊吼，经济嘛最重要的啊，吼，经济嘛最重要的，所以内底啊有写到什么物件？即阵啊吼，大家拢咧讨论的通货膨胀，对无？台语要安怎讲？啊，再来吼，介绍台语要安怎讲？有咱台语介绍讲较足有路的啦，你看就知影，介绍迄集讲较足有路，就是拄差不多偌济，无一定济啊少的，啊个真接近，但是无超过。啊，佫超过一丝啦，但是无超过真济，咱台语词拢有呢，所以啊，迄要安怎讲？吼，就是安尼。啊，佫来，当然吼，若讲数学佫有99乘法啦，吼，啊，佫有经济制裁要安怎讲？报税要安怎讲？吼，买物件啊，要安怎买？你一摆买足济，一摆买一丝啦，啊，要安怎甲人化价？迄拢有讲安尼，迄拢有讲着啦，吼，迄拢经济的主题。佫来，吼。节日啦，吼，台湾的节日足济啦，吼，迄内底台语听有无拢有讲着，只要有经过像即阵啊中原嘛，内底前一阵啊就有2集主题，几啊集啦，2-3集主题，一集啊吼就是七娘妈生，吼，咱讲七夕情人节有无？啊，但是对台湾人来讲是七娘妈生，吼，七娘妈的生日啦，哦，七娘妈是囡仔的守护者，吼，有无？吼，所以有迄种认七娘妈做客囝的啊啥。吼，所以台人做16岁嘛，甲七娘妈有关系。吼，啊，咱拜拜吼，啥物有咱要拜家酒，啥人拜七娘妈要拜家酒，迄物件吼，就拢有讲着就对啦。吼，啊，佫有一个中原普渡的主题嘛，吼，所以会当去看。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无共人写出来，无共人写出来共一个物件，因为专长无共，所以一定无共。我这内底有真济拢是写啥物件，国际的比较。就是除了小概台湾以外，国际安怎过？像讲我讲食粽迄集啊吼，你若去看50集肉粽迄集，食粽我讲啊，咱台湾有南北粽的迄个讨论对吧？吼，定有南北粽的讨论，但是越南嘛有南北粽哦，越南嘛有南北粽，而且拢无共款哦。啊，迄个啥泰国嘛有因的粽，吼啊，迄个东南亚的国家拢有因的粽，所以
啊，所以食粽啊，无一定是什么纪念屈原啦，无一定啦吼。其实伊有足侪用途的，什么意义啦吼，就是国际比较。所以这个节日相关的物件，除了传统的物件、台湾特色的物件，哦以外，佫有国际，啊嘛有台湾特色，像台湾的过年是啥物传说，恁敢知？毋是年兽哦，年兽是中国传来哦。台湾的过年是啥物传说？顶的，顶高对，顶岛传说对，顶高顶岛传说啦吼。啊，传说到底是安怎？大家会当家己去看相关的主题啦吼。啊，妈祖事件有啥物趣味的风俗吼？大家拢会当去看啦吼。啊，包括西洋的节日嘛有讲到，搁外节，就是对基督徒来讲，两个上重要的节日，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搁外节。圣诞就是耶稣生日。啊，搁活就是耶稣死去，搁活起来。这两个节日对基督徒来讲是上重要的节日，所以台湾的搁活节有啥物趣味的物件？国际搁有啥？吼，这是节日相关的主题啦。吼，啊，搁来吼有流行文化的主题啦。吼，那我要去恁青少年来看啊。吼，你有一寡因介因有兴趣的啊。吼，啊，所以吼有减肥啦，168减肥法，台语要安怎讲？抽脂。台语要安怎讲？吼，就是讲吼，啊，迄卡路里，台语要安怎讲？这个物件咱定有真侪人会用到嘛，吼，啊，台语要安怎讲？减肥迄集拢有讲啦，吼，拢有讲。啊，头毛咧是咧讲啥？头毛型。哦，刘海台语要安怎讲？绑辫子台语要安怎讲？马尾台语要安怎讲？吼，哇吼，这内底就有讨论到。啊，再来星座，吼，啊，台语要安怎讲？吼，这个你是啥物座？啥物座？啊，台语要安怎讲？吼，我摩羯座台语要安怎讲？吼，我巨蟹座台语要安怎讲？吼，啊，再来佫有追剧追星，哦，这是我特别讲一下，这是迄个中华的一个一名老师。伊甲指定的，伊讲啊吼，伊想要看，想要一集迄个追剧追星，我讲好啦，安尼来写，啊，就写迄集出来。恁若有观众的意见真重要，所以恁若有啥物想要听的主题，要甲讲，我就来安排安尼。所以我就写一集追剧台语要安怎讲，追星台语要安怎讲嘛。啊，佮有啥物私生粉对无？有咧追星的，拢知影。有一寡吼会去关心名称的私生活，去甲断去甲创私生粉、铁粉，吼啥物粉、过路粉啥？台语要安怎讲？一寡流行用语啦，啊，佮有恋爱啦、寒天的穿搭，佮有耳高啦，吼啥？真趣味啦，吼，真趣味啊！流行文化主题啊，即摆当时行鬼，嘛有台湾的鬼啦，吼，也是鬼摕来比喻啊，吼，墓壁鬼是啥物鬼啦，吼，不输鬼是啥物鬼啦，吼，啊，再来运动现代社会嘛，足红的嘛，啊，所以你去健身房要安怎讲？你的迄个有氧运动台语要安怎讲？吼，啊，重力训练、重训台语叫要安怎讲？吼，对吧？吼，啊，露营要安怎讲？对吧？吼。哦，啊，爬山要安怎讲？骹球、乒乓、游水、困眠，这些相关的物件，现代生活用得到的台语要安怎讲？咱这是拢有规划哦，因为我会先想讲，现代生活大概用到啥物？哦，啊来想啊，安尼这个方面我会当写有啥，啊，就来写呢。当然无可能逐项拢写着吼，但是尽量甲真红的，大家真有可能会讲到台语的。拢甲写出来，拢甲写出来，安尼大家就会当用台语去露营，用台语去爬山，像帐篷台语要安怎讲？帐篷台语要安怎讲？搭帐篷台语要安怎讲？有无吼？好，这拢是健康相关的主题。再来，自然生态，自然生态主题，自然生态主题主要是要创啥用？第一啦，咱的日常生活拄着，像讲云。有一集落，跟你讲落雨啦，落雨就是讲对迄个完全无云，甲淡薄仔云，就是讲若华语来讲就是就是晴天、多云、阴天、雨天啊，雨天佫分台语分甲比华语佫较有路啦。到底拢安怎分台语安怎讲？都有一集是这，啊，佫有做大水的，阴水安怎讲安尼做大水、阴水安怎讲啊，迄个外来物件。山林的动物啦，因为各位歹势，好，因为我家己对自然生态真有兴趣啦，所以这嘛写介济集，其实这毋若是安尼啦，我家己爱创水味，爱派竿啊创落迄个海底迄种的迄种的，
啊，所以吼，我有写足济啦，海洋的足济啦，包括鱿鱼、塔裤、目蚱啊、透抽、卵丝、吼、目豆吼，遐物件安怎分、安怎分类啦？你去菜市啊买啊吼，要安怎认会出来？啊，过来就是啊吼，迄个什么海洋海猪啊，头都有讲着嘛。啊，佫有迄个啥虾膏片啊有啊吼，虾膏片啊到底是啥？虾膏到底是啥？虾膏片啊虾膏头，对，感谢秀关老师吼，就是讲吼，这是生活中啊，过来。另外，你伫学校内底的自然课，嘛会当放互学生看者，对无？学校内底的自然课，那讲到相关的，就互学校，就来放者嘛，吼，就来放者嘛。即个主题敢讲学校拢无教，包括讲啊吼，阮有即个啥，有即个经济的主题，有即个科技工业的主题，这就是想要伫高职内底，就是技术型高中，伫高职内底去放互高职的专业科目的学生参考的啦。就是讲，恁学这个专业的物件，啊，台语安怎讲，吼，会当安怎讲，就是安尼吼，就要互因用的啦，吼。好，啊，过来吼，现代生活佫有嘛，吼，自然生态有，佫有现代生活嘛，现代生活吼足济啦，吼，啥物厝分几类啦，吼，就是讲吼，公寓、大厦。电梯大楼啥，好，感谢，嘿对，哦，就是讲吼，这嘛是人指定的啦，汽车吼，甲电着相关的，嘛是迄个秀关老师吼，这边老师指定的，哦，就是讲，所以就做啊嘛。啊，这个现代生活的主题，厝有啥物款厝，各种无共款的厝，啊吼，厝若较长了，要安怎讲？啊，若较快，佮安怎讲？迄内底拢有讲啦，吼，啊，税厝。房东要哪讲，房客要哪讲，吼，房价、租金要哪讲，反正就是日常生活你想会到，佮有摒扫的家私，吸尘器台语要哪讲，吸尘器台语要哪讲，啊，抹布、毛巾，吼，这台语拢要哪讲，有啥物美角伫内底，啊，出车祸有轻有重。吼，照逻辑，因为我介意甲一件物件啦，吼，照逻辑、照顺序安尼排，就是对上轻的到上重的，也是讲对有到无安尼，吼，就是说，所以车祸嘛是共款啊，吼，车祸嘛，吼，咱出车祸，吼，就是讲上轻的，什么毁掉，有无？车若去毁掉，可能人袂安怎啦，吼，车毁掉尔嘛，对吧？磕掉、弄掉，什么物件，吼，哦，啊，就是这个物件，啊，消防啦，消防队。哦，内底有啥？啊，倒顶仪啦，吼，倒顶算因啊算，啊，请支援收银，台语要哪讲？吼，这是咧讲卖场甲百货公司有啥物检查，甲超级市场有啥物检查会比较，夜市有啥物物件？哦，夜市有啥物物件？就是这物件吼，拢是日常生活会用到，而且是现代生活。咱头拄讲了，咱要现代化，咱要生活化，所以这个节目一定要行现代生活，这是我的目标。所以咱就拢照这个物件来行。包括医疗啦，所以有一寡医生人啦，吼，哦，我真感动哦，迄一开始放送啊，吼，无偌久，就有医生啊，吼，甲我联络啊，就咧讲啊，伊就看到台语听有无，感觉讲这个医生的医疗上方面的台语讲甲足好的啊，吼，啊，因有兴趣啊，嘛有人来问我讲啊，吼，一寡物件，啥物卧睡、仰睡、侧睡安怎讲啊，吼，迄是大病院的主治医生，我嘛来讨论啊，吼，来讨论啊，吼，有几来医生，吼，拢来讨论啊，哇，这真趣味嘛，吼，所以。以前就是有做一寡医疗相关的，啊是安怎呢？因为我以前伫中山医学大学教过医学台语，教几啊年，所以吼，迄个医疗的物件，医疗台语的物件嘛，是我真有兴趣的，有咧关心的物件嘛，吼，所以啊，医疗现代人嘛，拢会用到嘛，吼，啊，食食足济啦，食食足济啊，食食是上受欢迎的啦，吼，是安怎？大家就是爱食，所以啊，食食是上侪欢迎的，哦，传统早顿，包括台中人啊。台中有2种真特别的物件做早顿，一种叫做麻芛啦，吼麻芛，吼外地无啦，麻芛一种叫大面筋啦，吼哇大面筋哇吼，就咧小解台中的传统早顿有啥？有人讲啊吼，就爱去小解台南啦、嘉南啥，我讲会使啊，就是等连江啦，连江啦有连江，就是排入去，再甲排。我先小解台中啊，西洋式的早顿，欧姆蛋台语要哪讲？松饼台语要哪讲？吼，对无？就是讲遐个美国式的早顿、西洋式的早顿会食遐物件，台语要安怎讲？吼 ，waffle，
哦，台语要安怎讲，对吼？因为我家己爱食啦，所以迄个各种的食的物件，我家己嘛拢爱嘛，所以就拢写足侪，包括啥物日本式的啦、西洋式的、台湾传统式的啦，嘛有酒嘛，有迄个啥物奇怪怪，足侪啦，足侪，这个上侪啦，这个上侪。教育相关呢？你要伫学校办，当然爱议题融入嘛。咱讲议题融入对无？议题融入啦，像讲世界母语日啦，有一集要讲世界母语日啦，有一集要讲性别平权。当然这是较过去，前一阵还有一个 LBGA 啦，反正就是迄个讲迄个性别的议题啦，其实有几啊集，少子化啦，佮有QQ 选，99乘法啦，恐龙的主题啦，好 ，OK， 迄个啥，有一个医官老师讲爱有 dinosaurs 的主题，这无问题，这我嘛真爱啦，这我嘛真爱。估算，我甲你讲一讲，我甲阮查某囝安怎讲呢？阮查某囝咧读小学，我甲讲低年级啦，我甲伊讲估算真重要，伊有可能是你伫小学的数学内底学到上实用的一项物件。是安怎呢？阮大汉查某囝伫边仔就咧讲因为已经国中伊就讲伊就讲哪有啦，人拢嘛直接算出来就好，是安怎需要估算咧？我讲这个物件是安怎重要？因为真侪时阵你要快速做出反应，就是你也袂用按念按算的算出你的答案进前，你得要做一个快速的决定、快速的评估。所以迄当阵差不多偌济就足重要，足重要。过来，你第二就是讲，你知影差不多偌济，你迄个答案算出来，准讲有前差嘛袂差伤济，因为你一定会感觉讲这毋对，就是讲迄个数字算出来，确实的数字，甲我想的哪会差遮济，你就知影毋对啊。像你伫迄个啥来摕钱互人啦，摕钱互迄店面，你买物件摕钱互人，你钱互伊以后，伊走转来，也是讲你钱摕互伊，若差1000块，你是毋是转来？哎呀，那差1000块，心足疼对无？但是若差1块咧，你讲袂要紧啦，差1块啦，互伊摕去。讲较歹听就互伊摕去买药嘛，来讲较好听就是袂要紧啦，1块2块尔。估算会当互你卖小数点点错，小数点点毋对还是啥？袂互你犯重大的错误。啥物起桥啦，像咧工程师造桥，算的规座桥崩落来，车拢落落有啊迄就是因为安怎？伊无估算，伊无一个差不多偌济的数字，伊就照算的结果落去，结果就差10倍、差100倍，对无？是毋是安尼？估算会互你避免重大的失误，所以我甲阮细汉查某囝讲，估算有可能是你伫国小的数学内底上重要的一个部分。台语安怎讲？伊讲爸爸台语要安怎讲？因为阮两个查某囝的数学进前拢我甲因教。台语要安怎讲？简单，来做一集台语听有无？估算，估算来用。99乘法嘛是共款是我咧教囡仔背迄个物件时，我家己伫遐想的一寡口诀来写做即个物件咧好，所以即个物件就是纯教育的啦，日常生活无一定会用到嘛，但是教育相关的就会当用。我迄是过程嘛，咱对政治作业到放送有啥，其实也有足侪。等下最后要甲大家推荐最近2天做的南科考古馆的主题。南科考古馆这是最近要强烈甲大家推荐的。等下再讲。好，前中后嘛，放送了后啦，爱做后壁的分析啊。这个节目到底收视率安怎？有2个管道啦，有2个管道会当看台语听有无？一个是伫 YouTube 内底敲吹 ，YouTube，另外一个是伫 Facebook 的 Watch， 就是 FB 内底有一个，你点落地当看一寡短片嘛，定定拢是啥物抖音啥嘛，TikTok，内底嘛会当看到台语听有无？这2个管道拢看有哦，但是差足济。观众嘛差足济，迄性质嘛拢差足济，咱来看事后的分析，当然这毋是今仔日做的啦，这是有闲的时就拢做起来，有的是前几日咧做的，有的是一段时间进前的，我无遐有闲，逐工咧做嘛，来，所以呢来，你看上济咱看的是啥物主题？就是
那伫 FB 内底啊吼，我就去看，就是美语安怎讲啦？黄酸雨对吧？吼，也是讲吼，有人讲善雨，有人讲黄酸美语，啊嘛有人讲梦境雨吼，是安怎咧？是安怎有这个称呼咧？这集内底就有讲互大家听，就是 FB 上侪人看的美语吼，美语吼，就是落雨的，过来咧。动物叫声啦，FB 动物讲叫看动物叫声嘛袂少人看啦，就是咱头仔讲的美国猪安怎叫，中国猪安怎叫，台湾猪安怎叫，即个动物叫声啦。啊，过来，佫有一条一块迄个啥，佫有一块美国英语的囡仔歌，甲这有关系哦，吼，好，啊，过来，啥物人爱看？罗西亚春天食啥物鱼啦？春天爱食啥物？热天无啥物鱼，所以还袂写。寒天会佫写，因为寒天的鱼仔嘛，足好食，足侪鱼仔好食。啊，你就是讲到食啦，吼，真破遐，好，反正就是会写食。哦，啊，过来下面是啥物啊？鱼钩，挂鱼钩，吼，破链啥？迄个动词要安怎讲？围巾，台语要安怎讲？吼，就是这物件，吼，大家拢会爱看吧。啊，过来是啥？猪肉啦，吼，猪肉的部位，吼，松板猪是啥物部位？哦，松板猪是啥物部位啦？哦，啊，迄个啥？猪五花，啊，过来咧，你菜市仔听到人讲螺丝肉，啊，螺丝肉到底是啥物部位？桂根肉到底是啥物部位？哦，鸟翅仔肉啥物部位？就是华语台语的对应，啊，甲台语会讲到的一寡猪肉的部位。啊，过来笋啊，你敢知影你食到的是啥物笋？啊，你食笋啊，食笋啊，绿竹笋、麻竹笋、桂竹笋、剑笋，你敢吼？你敢有知影啥物笋？对吧？你敢有知影啥物笋？啊，过来啦吼！当然讲到这食啦，最近有做一集未来肉，未来肉有心识无？未来肉就是素肉。但是未来肉真红哦！你若去什么路易莎咖啡啊，不，即袂当人广告对吧？吼，某连锁咖啡对吧？啊是讲吼，你去迄个什么，迄个 Mosburg 吼，就是迄个有未来肉的产品哦。啊，佫有啊，佫有迄个啥，佫有迄个，你去一寡店，我去一寡餐厅，伊即马拢有未来肉的菜单哦。但是未来肉甲台湾传统的素肉，未来肉就是素食的肉。但是未来肉甲传统，咱讲素鸡、素鸭、素鹅、素啥物物件、素汉姆，有啥物无共咧？美角伫倒位？哦，请看未来肉即集，未来肉即集就拢有讲啦，吼，介心识哦，介心识哦，吼，未来肉，应该是最近的放送啦，哦，最近的放送才关心，即几工因为前几工录的，所以即几工会放送的，好，所以咧吼。像这啦，笋啊啦、猪肉，这是 FB 啦，哦，上侪人看的。啊，那 YouTube 佫无共哦。FB 你注意甲看 ，FB 点的是食的，吼 ，FB 是安尼 ，YouTube 佫无共。YouTube 第一名是润饼糕，春卷台语安怎讲？啊，过来就是头拄仔安珠老师放互大家看的，吼，速胎快筛台语安怎讲？吼，速胎啦，吼，速胎，吼，啊，过来咧。天道帐篷安怎讲？哦，帐篷安怎讲？好话安怎讲？这个好话是四句联啊，教人四句联的美角伫倒位？新娘芳茶讲四句，好命新娘应丈夫，吼对吧？啊，美角伫倒位？啊，这集其实是安尼，因为电视要开始放送啊嘛，要开始伫放送，因就甲我讲啊吼，何老师啊，咱要开始放送啊，所以希望你来第一天啊吼，会台语听我来做一集好话，讲好话啦。所以吼，即内底有真侪美角角，我家己写的四句联，要祝贺囝电视开台的四句联安尼吼，所以就有一寡即种趣味的物件，好话安怎讲哦？啊，你看。落雨的颠倒伫遮较后壁，吼对吧？啊，罗西啊，哦，啊，过来动物园嘛，伫 YouTube 内底有真侪人看，哦，真侪人看动物园啦，吼，因为小学生会爱嘛，吼，你话斑马安怎讲，犀牛安怎讲，吼对吧？哦，安怎讲，哦，过来咧，哦，春天食啥鱼？有一集较特别的，食指啊，手指相关台语哇，吼，食指安怎讲？这就是我定讲的啊，吼，这个我定讲的，咱啊，吼。
五支钟头啊啦，吼，咱中文就是有二大拇哥、二拇弟、三中娘、四小弟、小妞妞来看戏，什么手心手背，吼，心肝宝贝，有无吼？咱台语咧，咱台语五支钟头啊啦，徛你可能较侪人知啦。大富翁也是大头母，中仔、尾钟仔，对吧？对，但是第二仔甲第四仔要怎讲？鸡仔甲歹仔。水啦，这就是台语人嘛，对嘛，赞啦，专业嘛。但是一般的大众敢会晓，一般大众袂晓嘛，所以这个就是敢若安尼甲讲啦。再来手掌、掌心，手背安怎讲？这就是有啥物文化意义？各位会记？台语听无，毋是单纯教台语的节目，伊爱阁有知识性伫内底。这甲我的个性，甲我设定的这个节目的方向有关系啦。所以知识性的物件、文化性的物件、国际比较的物件，定嘛拢会伫内底哦。所以包括停课不停学，台语要安怎讲啊？伫迄个啥？YouTube 内底停课不停学嘛是真侪人看的，但是伫 FB 内底无啥物人看，是安怎？等下咱来讲最近较热门，这礼拜较热门的是这个啥？水蒸气的台语安怎讲啦？水循环，毋是干那咧讲水蒸气，伊咧讲水循环的台语安怎讲？讲到啥？讲到蔡培慧的10项关键。蔡培慧先生伫100年前10项关键内底有讲到水循环的物件，水循环的物件，大家知影水循环嘛？大家拢知影嘛？现代人100年前的台湾人安怎讲这件代志？摕来甲西洋第一个提出水循环理念的叫做柏拉图。柏拉图伊安怎讲水循环？台湾的蔡培慧安怎讲？有啥物无共咧？伫这集内底，所以这集应该是有西洋、有台湾、有古早、有近代，有知识性，伫学校应该介适合。所以呢，水循环就是这几工放的嘛袂歹。再来一个是反工作，反工作就是躺平啦。即摆这时行的少年人想要躺平无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对，这是少年人才会讲的啦，青少年啦这个躺平、反工作。台语要安怎讲？对着时行安尼啦，这已经较热门的是这两集。来，所以我有去比较用 YouTube 看甲用 FB 看到底有啥无共 ？FB 较有爆发力，所以卡袂着啦，就几万人看，就几万人看安尼啦，但是 YouTube 咧是稳定，因为 FB 差足济啦 ，FB 的点阅啦差足济，人讲毋若7毋若11啦，伊毋是毋若7毋若12，伊是毋若7毋若11啊，就是讲伊无就足济，无就足少的安尼啦所以FB 有爆发力，但是伊的精差足济，袂稳定。YouTube 是足稳定的啦差不多我有发现讲，迄个台语听闻啊，藏起哩一段时间以后，就是人就会慢慢增加所以因为是安怎安尼，因为啦FB 是个人你倒伫面床顶摸骨啦手机摸背摸看啦伫遮摸饲但是 YouTube 是创啥？上课会放互学生的啦所以咱讲咱一开始设定就是要老师放互学生看嘛，还是讲叫学生等去看，所以当然是用YouTube 当然是用 YouTube 伫学校啦，伫学校，所以一个是个人的兴趣，一个是教学要用的，所以当然教伊的主题完全无共。你看我有去分析FB 前几名是落雨动物叫声，头拄有看到嘛露西啊，春天的鱼狗、猪肉笋拢较个人化，但是 YouTube 上热门的、上侪人点的是润饼、高速台、露营、好话、落雨、露西啊、动物园，干那一个露西啊是共款的。你看，敢若露西啊是共款，其他拢无共款啦，就是表示讲这两边的观众是无共款的安尼，一个是 FB 的，就是个人介意，一个是上课会当用的。这是阮去做的分析。所以你看，做一个节目无遐简单啦，无遐简单安尼，无遐简单。再来，近期有啥物客话啦？最近啦，这几工，咱讲到近期这是固定的啦，他拄仔讲的是固定的嘛。最近啦，因为固定句嘛是会忝，嘛是会，大家嘛看了嘛会想要去做其他的嘛所以咧所以
就有一寡新客户啦。所以最近啊，最近，阮有邀请尤锡坤院长来节目吟汉诗。尤锡坤院长啊，来节目吟2集哦，伊这真趣味啦，就是我甲尤院长招嘛，尤锡坤院长招啊，尤院长讲啊，好，无问题，伊就答应，伊怎摕一本伊的出版的汉诗的诗集互我，毋是全部拢伊的诗啦，是足侪人写的汉诗，现代的汉诗哦，毋是古典哦，是现代哦。内底有几首尤院长写的嘛，尤院长讲啊，来，迄个何老师啊，你帮我拣2首啊，你感觉上有 feel 的？当然伊袂讲有 feel， 迄是我讲的，伊袂用有 feel 这个词啦，因为上有感觉，你帮我写2集啊，我来讲，好，无问题，我就帮伊写2集，当然伊是主要嘛，甲镜电视的高层讲好啦，讲好才会当有安尼嘛，所以我就帮伊写2集，我去拣2首，我伫伊迄内底汉诗者，我拣出2首，甲写，写了佫互伊看觅讲这佫 OK 无安尼，伊就佫因为有真要意这2集所以内容，所以改几6改来回改几6改。小可无满意的所在拢改过安尼，我就甲写2集，汉诗写，因为长就来吟嘛，伊足厉害，伊台风稳毋若紧，佮吟了介赞啦，介厉害安尼，伫遐咧吟，迄足有 feel 啦。无怪人讲吟诗，毋是念诗，毋是读诗，诗即个物件一定爱诗歌爱吟出来才会好听。听尤院长就知影，毋若尤院长啦，尤院长是第一批啦。后续佫有一寡有名的人会当，阮会邀请因来迄个台语听有无来讲啦当然啦这个阮会先准备草啊，当然来宾若要讲伊家己的嘛无问题安尼这是一个客户，一个新客户的方向安尼，已经放送啊恁若伫 YouTube 的台语，你敲出台语听有无汉诗，你就找会到尤院长这2集已经放送出去啊第2个客户是昨甲昨日才推出的，昨甲昨日连续2天放送2个主题，就是南科考古馆啦。南科考古馆就是伫台南科学园区内底的一间考古馆，足厉害。伊馆总超过800万件啦，所有大台南地区啦，挖出来遐死人骨头、死狗仔骨头啦，这讲较粗啦，就是遐文物啦、化石。那台南市政府愿意的，就是讲台南市政府有决定权的，拢会送去遐。足厉害的考古馆啦，最近因甲阮台语听无合作2集。就是昨甲昨日放送的主题，我真建议大家去看，迄是考古的主题。但是当然啦，我必须要承认讲考古我原本毋捌啦，我原本是毋捌的，我毋捌啦但是我会当去南科考古馆啊，我为着即集专工走2届南科考古馆，因迄个主任南科考古馆上悬是主任嘛因的主任专工带我。甲我讲遐眉角角伫倒位，我写了个回复因的团队嘛，足用心的，因有真侪什物研究员啊就去帮我改专业的部分啦，写了平台，改来去，连遐图，连遐图挂华语字幕翻译，因拢规个顺过 ，OK 无问题才放送。所以这2集是算讲是较专业的部分，而且南科考古馆。推荐大家去行行，真正赞所以这种博物馆的主题，嘛是阮咧开发的南科考古馆成功以后，未来会有台湾美术馆无？会有科教馆无？会有啥物其他的馆无？这拢是有可能的这拢是有可能的所以阮嘛一直咧开发新的物件啦，新的物件安尼各想各种可能的物件，各种可能的物件，要互台语听有无搁较多元挂啦，搁较多元挂，互会当应用的赞处嘛，嘛搁较宽的，嘛搁较宽。好，搁来，未来规划是啥？未来第一，阮要配合课纲课本来制作教案甲补充教材，就是讲因为咱一开始台语听无的设定啊，是迄个要互
本地就是要互学校用的嘛，要伫学校用的嘛。啊，要伫学校用啊安怎？啊有教案啊，啊你到底要放伫倒位，对无？吼，你要放伫倒位，你的教案内底伫倒位，倒一部分是迄个啥？引起动机，吼，引起动机，啊是啊吼，你是伫发电活动，啊是伫综合活动，你到底是伫倒一个部分要加入？啊，这个活动实际上会当安怎用？这种是要有教案嘛。吼，爱对应课纲嘛，对应课本嘛，上好是讲吼，你甲我讲，我若用倒一个某一个出版社的高中课本、国中课本、国小课本的倒一课，就会当用你倒一集。上好是你帮我连接起来，我就直接看你迄个连接，我就上到这节课时，我就甲放安尼就好啊嘛。对无？安尼老师就足简单的用啊嘛 ，OK， 无问题嘛，大家心声我有听到嘛，所以啊，未来阮会配合课纲、配合课本来甲台语听有无来做教案、做补充教材，无一定是做主角，真有可能嘛，有可能是做配角，就是讲你即节课教了以后，你会当伫倒一个活动内底插入即个台语听有无即个单元，互伊会当看即个物件当做。当你处理的作业吧，吼，还是讲你学习单的内容啦，吼，安怎？好，其实即马已经有高中课本甲台语听有无的单元列入课文后壁的延伸阅读啊，哦，延伸阅读啊，哦，所以吼，即个高中课本已经有啊，但是国中国小还无咧。但是高中的课本已经有版本有啊，吼，那就就是延伸阅读啦。但是当然，迄是延伸阅读列伫课本内底已经有啊啦，吼，啊，但是也未。学习单也未有嘛，吼，但是高职啦，吼，高职已经咧规划讲，按要用迄个台语听有无来做教案的事例啊，是安怎呢？因为台语听有无这物件，技术型高中甲普通高中差足济嘛，伊是爱面对现场嘛，所以这技术的物件就拢有啊。我来甲大家分享一个教案，这个教案互我真感动啦，我看到真感动安尼吼，来等我一下吼，我来分享即马。高一个教案事咧，就是讲吼，因已经咧用啊，吼，因已经咧用啊，吼，等我一下啊，吼，好，来，我来分享迄个，无去啊，等我一下，安尼我来甲 PPT 关掉点开，所以可能需要30秒的时间，大家等我一下，因为这个软体关系啦，吼，来，等我一下哦。我跟你豆豆来。好，袂当我一个，袂当分享啊，搁等我一个，是安怎咧？歹势，好，一时啊就好啊。哦，啊，这个时间，等的时间啦，大家有啥物问题啊？吼，其实嘛会当迄个甲我，嘛会当留话啦，哦，伫留话遐，啊，咱就会讲安尼，哦，好。安尼应该是会使。做个人开无共的菜单出来。我看着拢会来处理，袂当分享，好吧？时间有限啦，吼。反正就是讲，那既然无法度分享，咱就刷去安尼啊，因为时间嘛有限啦，吼。连工才来分享。反正就是讲吼，我有看到高职的老师啦，已经甲迄个。等我一下吼，好，这是个吼，迄个老师伊昨暗佫专工传迄个 PPT 互我，伊做的迄个 PPT， 伊讲啊吼，伊讲若有需要会当秀互大家看，我是真感动啦吼，因为迄是高职的补充教材，因按算要用这做教案，而且已经有做一个示范出来啊，安尼吼，啊未来吼，阮嘛有配合高职的计划啦，吼，要去制作迄个。单元就是学生，因为阮即摆已经甲高职有一寡双语教学的计划，吼，会合作个双语教学，毋是英语、华语呢 ？No， 咱台语人杀的当然是台语的双语教学，就是台语加英语、台语加华语拢会使，就是一定要有台语的双语教学，阮伫高职要来杀，啊杀的过程当中，阮就有一寡周边的物件，啊，这个主题慢慢啊台语听有无相关的主题嘛，拢会建立起来，所以现在有遮侪汽车的吼，未来啊吼，即礼拜是后礼拜会有啥物引擎挂掀开，下面有啥物物件，就是每一个零件啦吼，遐物件吼，啥物迄个水箱啦吼，空气芯啦吼，啊啥物乌油啦吼，所以这些物件
汽车专业的物件、火车专业的物件，哦，啊个迄一寡，因为阮先甲动力机械群、动力机械群已经有合作啦，啊未来佫有其他的群科啊，商业管理的啦，什物长照啦、吼幼教什物，拢会有，所以未来高迄个技术型高中的部分啊，吼，迄个教材的部分，会台语听无会配合因的迄个需要，慢慢啊去制作安尼。啊，再来另外一个吼，另外一个就是咱的入口网站，嘛会渐渐啊豆豆啊做分类，这是配合第一甲头前第一个物件啦。就是这个分好的物件，会放伫一寡网站内底，互大家真简单地当找到迄个对的。就是讲 ，OK， 我是一个国小的老师，啊，我感觉倒几集，因为已经有100外集啊，你100外集拢去看过，一时间嘛看袂了对无？啊，所以真简单，咱会整理一个，你国小台语课本第几课，就会当对应着台语听有无的倒一集，互大家参考，啊，放伫相关的入口网站内底，吼，就是安尼啦，吼，这是未来规划安尼，吼，好，啊，这是另外一个老师传互我的，哦，我感动一个，吼，伊甲我讲啊，吼，老师，我逐集拢有看，拢有做笔记呢，吼，拢有搁做笔记，吼，所以吼，这个文言老师讲是相关科，长照相关科系，咱会来做这。其实有一集啦，吼，食的动作安怎讲？迄集就是咧讲，有内底有讲到老人食的物件，甲一般人食的有啥物无共？有啥物无共？你咱去参考食迄集，吼，食迄集。好来，咱继续转来咱只 PPT。这是一个老师呢，伊用手，伊讲因年岁大，电脑无方便，啊，伊就逐集拢抄起来，去做笔记。好，我现在有够感动的啦，吼，用手写呢，啊，当然嘛有老师甲我讲，用电脑拍啊，逐集拢甲迄个单词整理起来，吼，啊，足感动的啦，吼，就是有真侪回应，互我感觉有够甘心感动的安尼。所以啊，吼，即个大家的支持，就是咱继续做落的。迄个动力嘛吼，上重要动力安尼，所以上重要就是讲啊吼，请大家啦继续支持台语听有无啦？啊，恁若有啥物意见啦，有啥物想要听的主题啦，随时报互我知影呢。吼，当然吼，这是迄个这个单元啦。啊，当然啦，当然，咱台语文伫未来即几年，咱会当第咱意见啦，就是你的意见，咱看到未来即几年会愈来愈请赢啦。所以吼，最后吼，咱要讲的就是伫开放大家问问题，最后10分钟之前，咱要讲的就是台语有真好的大未来，望大家做回来。吼，感谢，我今日就讲到这，吼，所落来时间，嘿，就问问题，就交等于吼，时间交等于吼，安珠老师来主持提问。今仔互咱看到台语未来一个真好的愿望吼，就是讲到现场需要的物件，即马拢有咧做，这是咱上欠缺的。我头有搭一个咱的本土语言主办网，即嘛是姓韩咧斗相共的。这其实若是讲会当照主题佮加分较有，我相信对于大家使用应该是真有好处吼。来，即马开放时间吼，大家有啥物问题要甲姓韩做伙来请教的来。来举手，有问题举手来。我先感谢一个慧敏老师啦，就是传迄讲义诶，我想讲嘿，讲义迄个慧敏老师啦，系足感动的。好，来，有啥物想法，请大家就是来讲，啊，大家伫老话内底讲想要听的主题菜单，咱拢会甲豆豆仔甲列入去安尼。来，带一位举手来。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来。迄个头拄老师咧分享的迄个迄 PPT 内底，你有写到耳环，啊后壁我较看到老师都讲耳高、耳钩，即两字无共款，所以我毋知老师讲你咧写迄是即两字是伊会使相通的吗？还是讲什么原因遐写耳环后壁写耳高，咧耳钩安尼？哦，迄华语是耳环啦，台语是耳高，迄是无共，就是讲无共语言啦。台语袂当
耳环教练袂使啦，但敢若耳高，因为台语听有无啊吼，我有甲囝电视讨论过，原本我要全台语的字幕，吼啊要全部拢是台语，但是啊吼，因讲因囝电视讲嘛要考虑收视率啦吼，啊搁爱考虑讲啊吼，若全台语目前伫大家社会大众台语无遐好的前提之下，情形之下，是毋是迄个学习的效果啊？吼，有一寡华语好对照，大家会较好理解安尼吼，所以内底有一寡华语对照的部分安尼，嘿，所以才会有耳高甲耳环安尼。台语是耳高啦，耳环毋是台语。哦，多谢老师。来，秀英来，秀英，我请教你吼，你讲即个现代化吼，甲即个生活吼。这是做好诶，其实这个做法哦，咱细汉时本来就是讲安尼啊，拢现代化，迄个这个生活化，只是讲哦，迄阵在推广这个国民政府来台湾以后，在推广台湾迄个台语吼，迄个国语，迄个华语吼，推广华语吼，用一寡介吉利的手段吼，啊，像咱台语吼，种压落底嘛。压落底啊，即马就变成讲，在现代来讲诶，就造成一个现象，就讲你即马在推广台语吼，毋过吼有一寡人讲是咱要去中国化，哦，去中国化，啊，即种诶想法吼，你嘛若拄着即种诶代志，啊，即种人啊，你嘛免怎处理吼，啊，老师诶想法对即个，我讲即个问题，你嘛安怎想哦？好，感谢啦吼，这是做台语的人拢会拄到的问题啦吼。啊，我的迄个台语听无嘛，常常有，甚至有迄个对话的人嘛来讲什么台语、什么闽南语才对啦吼，什么吼，这种问题，我安尼想啦，这类的问题拢是安尼。咱即马吼，民主时代、民主社会，咱无可能大家所有人的想法拢共款，大家一定有无共的想法啦吼。所以吼，这意见啊吼，若真正有帮助，对咱台语的未来有帮助的，咱就拢甲参考。吼，啊若对台语无帮助的，咱就莫插伊，但是就是莫插的意思就是讲，咱莫回应啦，咱嘛毋免甲伊正黑，因为啊吼，伫遐正啊吼，嘛袂当改变啥物代志嘛吼。啊，批评的人总是有，你做愈侪代志，愈侪人批评啦吼。我想迄个啥，我甲安珠老师拢真了解即个代志吼，所以做愈侪代志，就愈侪人批评嘛吼。啊，愈侪人毋愿嘛，但是咱只要咱确定咱的方向是对的，啊，咱照即个对的方向，继续甲努力落，继续甲行落去，安尼就对啊。哦，啊，迄个，咱无法度做，永远无法度做到全世界每一个人拢满意咱的做法。哦，所以对真侪物件啦，吼，佛家安怎讲咧？伊讲用华语就是讲莫治莫病，就是点点就好，咱就点点啊，继续做咱的。吼，好，大概是安尼啦。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哦，老师，多谢老师你鼓励啦，你鼓励家己。时间有别人来，鸡来，鸡举手来，鸡，恁举手。是啊。好来，我有听到。我无听到呢。伊足介意听啦。哦，感谢，大家的支持啦，就是阮继续拍拼的上好的迄种背后的支持内容。佫有迄个 player 吼，举手。意思是讲，字幕有华语的一抓，啊台语的一抓安尼啦。哦，这个部分啊，我其实嘛有甲台语台有讨论过啦，甲迄个吕东熙台顶有讨论过这个物件。哦，但是会伤歹啦，就是讲迄画面啊吼，画面啊，画面会占足侪部分的。但是咱搁强调讲，人来看电视是要来趣味的，毋是来受教育的。受教育是附带的啦，吼，所以附带的，所以吼，就是咱若要吸引毋是台语人的人来真正来接受，就是咱一直咧讲迄个前提是讲，咱要即马现阶段要吸收更较侪本地毋是台语人的人入来台语安尼啦吼，咱就爱互第一感觉水，
哦，这个物件是水的哦，是有迄个有有路的哦吼。啊，第二就是讲，伊感觉爱有趣味的哦吼。所以吼，暂时啦，现阶段是安尼。但当然啦，现阶段就是华语字幕，但是未来等到社会大众对台语字幕的了解，对台语字啊、台语文字的了解，到一个阶段以后，就会改做全台语的字幕安尼。阶段性。对，咱这定位毋是甲定做是教学啦，各位有时吼心肝大无做法，就是安尼。咱豆豆啦，讲互恁当只 Q 标准，这豆豆来，互人对台语有兴趣，我感觉这是一个重点啦。那伊有兴趣，伊要查台语词吼，到店拢会当查，足个网络书店拢会当查。啊来 ，player 来 player。老师，我想要请问一下，我有当伫看咱台语的社群的分享时，做侪人讲，这新词的即种的看是标准化，是要决定啥话，咱就要台语委员会啊。我是无啥了解台语委员会的功能是啥，啊嘛毋知讲即马即方面有啥物进度，还是讲有啥物伫推动安尼，我想要问这方面的问题。多谢。台语委员会，来先啊。OK。台语委员会是早前的一个大目标啦，吼之一安尼，就是国家语言发展法的时本底嘛要迅速甲迄个台语委员会写落，因为有客家委员会嘛，有原民会嘛，吼啊，但是台语就是无一个委员会安尼，哦，所以资源相对来讲，为该资源拢会较少，啊，所以当阵本来是安尼想啦，吼，但是吼，伫实务上，因为行政单位啦，吼，行政伊的机关的数目啊，吼是固定的，部会的数目是一定的啦，伊得爱减一个才会当加一个总量管制就对啦。所以吼，迄当阵就拄着一个问题啦，吼，啊要甲什物部抬调来设台语委员会啦，是要甲内政部抬调变台语委员会，还是要甲经济部抬调来变台语委员会，还是要甲文化部、教育部抬调设台语委员会？所以吼，当然大家拢知我咧讲笑嘛，吼，所以这就是台语委员会到阵设袂出来，但是设袂出来的前提之下，咱迄当阵就有咧大家咧讨论讲 ，OK， 这个台语委员会，咱想要互伊做啥物工课，一个项、两项、三项、四项、五项，一直安尼连过，啊，但是列出来以后，咱得甲这个要做的工课，线伫每一个部会来做。线伫无共的部会来做，安尼迄个委员会虽然无法度设立，但是咱想要伊设立的迄个代志，嘛是会当一步一步完成，只是无一个委员会即个好听的名尔，但是实务上嘛是会当完成，这是改套的方式。所以目前就是安尼咧行，所以目前台语委员会大概若有机会当然是上好，但是若照目前的局势无好有机会情形之下，咱嘛是共款甲台语委员会工课拆做大部分来用安尼。啊，若讲到新事啊吼，其实是安尼，新事啊吼由上而下是无好的，就是讲有一个委员会啊决定讲这个新事安怎讲，你着去甲直接定出来是无好的，因为新事的趣味伊就是伊开放性真大嘛吼，像咱头仔讲的，伊有可能是音译。有可能是艺术翻译，有可能照汉字翻译，啊，无共的所在，无共的时代背景，无共的文化，拢会有无共的翻译安尼啦吼。所以吼，啊，这个概念就是咱来咧用新词的时，上好是卖顶面到下面，所以咱慢慢啊用真济方法来凝住迄个共识安尼。其实我有一寡想法啦，有一寡当咧推送，啊有一寡吼，有一寡就是暂时无法度，啊，就放咧另工才讲，哦，啊有一寡。就是真有效果，啊，就继续杀安尼。这后壁咱会继续拍片，但咱出时间的关系，咱剩最后一条，卡咯。你讲老师，我想要问，咱即马上大的问题就是做侪资源，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就讲咱有书店哦，什么找台语书店，如果若有人出一本册，也是讲节目内底有足好的新书，就是有版权的问题，就变做。无法度讲结合讲找台语即个线顶的书店哦，你着爱家己去看电视，我有加互你一个备互你做详细例句，啊无就是讲啊，你家己去买迄本册，啊会当使用会当真害，就是台语大书店迄种日本人哦，日本人开可能做故意真无人会去讨即个版权的问题，所以咱就变做讲电视 YouTube 节目。哦，甲什物线顶的书店，拢是分开的。哦，你就是无法度结合，啊，咱就想要找一个新书，
哦，都爱看电视一步一步安尼看，看到遐才看有无法度讲线顶书店讲分享即个资源，互有心做诶人有一寡资源就直接去，就是为着版权诶问题。安尼我想讲，这对台语来讲嘛是较无好，我是安尼感觉。多谢。好。感谢，这毋是干那台语有即个问题啦。你讲流行歌啥版权的问题啊，吼，确实是无法度处理啦。老实讲，因为咱的智慧，咱要保障智慧财产权，人辛辛苦苦做遐个成果，结果免钱拢互你用安尼，啊，佫足方便拢会当互你用，安尼人就戆诶，对无？所以像迄个流行歌嘛是共款啊，吼，你话歌词一个版权，歌曲 melody 佫一个版权啥，啊，就是反正就是讲版权的物件是一种对创作者的保障，吼。啊，当然你使用者当然想讲啊，我若是咱愈简单摕着，愈就是免钱摕着，当然上好啊。但是你想看伊创作者安尼创作，伊的目的伫倒位？所以咱嘛是爱尊重创作者的意愿。毋过，迄个啥，其实教育部有想到即个问题，所以因即马吼，当咧思考一个网站，都因为迄个啥，本土语言资源网啊吼，是甲。有一个网站叫本土语言资源网，头拄安珠老师有分享伫迄个老话内底嘛吼，迄内底的物件就是讲，你会当去伊即个网站就是收集目前有诶台语的网站，除非伊毋肯互咱囥，像找台语毋肯互迄个网站囥嘛吼，啊，着莫囥安尼，因为吼，伊讲迄名叫做闽南语，伊无法度接受伊诶找台语囥伫闽南语诶名下面，所以吼，伊着拒绝。授权，安尼咱着尊重因嘛吼，无其他若无讲毋肯授权的，咱拢甲网址拢会伫本土语言资源网内底，所以你若咱去本土语言资源网找，但是教育部知影讲安尼嘛是还无够，所以第二步教育部即摆咧规划，未来应该真紧就会开始做的，就是伊要照课纲、照课本每一个学习阶段来去甲遮个网站分类。互大家学校内底要找资源的是老师较好找安尼，较好找哦。所以未来教育部会做这个工作啦，吼啊，资讯资源的整合嘛，大家拢一直咧做安尼，吼。每一科吼，其实相关的专业领域吼，教育部各式各种拢有甲做一处理吼，八大领域拢有做。啊，包括头讲到国家语言法第6条有讲到一个行政院要有一个主管语言专职单位。哦，即马因为顶头关系咱无讲杀甲足厉害，不过明年可能有即个单位，咱会继续来杀看卖，吼，咱会继续来拍拼。啊，多谢各位甲姓安老师，互咱足侪资料，互咱对未来台语加足侪毋茫讲未来会当大家做伙拍拼吼。所以若讲会使，拜托各位，咱的台语电脑内底软体也有咱的例行迄个人数吼，望各位大家当斗相共一下。啊，咱先用普话声来感谢姓安老师来。感谢，大家来，意见大家伫老话意见，我拢会收集。恁意见顶下拍，拍落，我拢会收集起来。感谢大家。后礼拜你会找顺聪来甲大家讲一寡新的概念吼，哦，这嘛是咱台语界一寡新的少年辈。啊，今仔日时间关系，咱先讲到这吼，多谢各位。感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谢谢。